来参加即个第82回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今仔日有按各地无共款的所在来参加主要咱今仔日要讲的话题是即个精神科在变啥物网咱今仔日有真即个机会真难得啦基本上咱有一个伫台湾住伫台湾的咧职业也搁当咧开职业的即个精神科医生有一个嘛伫台湾伊是算一个照顾者精神科即个照顾者伊即个林依静女士啦伊伫咱即个台湾足拍拼伊有做一个叫做迄个阿狗的台文树的款啦咱搁有一个退休住伫退休美国的精神科医生林业夫医师搁有一个本来是伫美国职业，毋过即摆退休的即个精神科护士伫咱中间咱会筹备即个节目我想咱是我先介绍到遮啦迄个适应医师你若好势你较甲我讲好无？伊搁咧准备档案的款啦即张图较顶仔我想要问即个柯秀文医师的是讲，伊现在开要经即张图啦介大声的时候，我若去网络掠一张图网络的图伊迄是画讲安那呢？画一个精神科医生爱坐一条迄个碰椅另外遐佫有两个人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因嘛是坐伫椅可能咧讲话顶头甲写一个迄个 psychiatrist 我问即个柯医师讲，你用即张图，咱用即张图来做海报好无？伊讲会使啦，会使是袂歹，但是伊要搁拣一张较好诶啦所以伊即张伊讲伊家己要设计一张较好，即张我毋知伊去家己画诶是去掠来诶伊现在要拣即种图较无爱拣讲迄张迄个咱传统上拢想着讲咱若是去看。若是精神科的医生拢是伫遐，拢咧听伫遐咧写笔记毋知啥伊较会无？伊讲迄张袂歹，迄张会使哩，但是即张会去较好，所以较顶仔可惜医师你若准备好势咱就请你来第一个问题较顶仔若有讨论的时阵我就想讲第一个问题要想讲要问看你是咱要拣即张图啦好，安尼你敢好势你敢要互你安尼无请你来开始好无？好，歹势，大家当有看到我迄个档案？我有看到，你即摆即张精神科是咧变啥吧？安尼我就开始咱真感谢即个梁光先摆即个邀请甲介绍啦我叫柯锡文等下先甲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绍介。即张图我是叫 AI 甲我画因为即摆 AI 诚歹，我想讲用 AI 画图看觅最后即个导影片的最后一张，我会解释讲我为虾米叫 AI 甲我画即张图出来我今仔日因为迄阵先摆甲我讲的是讲来互大家简单了解一寡精神科的即个相关的知识啦我其实嘛是想诚久讲即件代志若是会当讲用台语。应该讲平常时拢较无着机会用台语来解说即款的较基本的知识嘛诚重要，因为咱咧看门诊的时阵，定定拄着诚侪患者其实伊来看精神科，但是伊可能无啥了解讲这精神科到底是咧变啥拢会甲咱提出足侪问题好，安尼我就先开始。今仔日足时咧，我本来记做11点我想讲含进前11点共款。我即摆是差不多37岁我是家己人我伫即个南部的台南的成功大学读医学系毕业毕业了我就留伫即个阮心内病的精神科做即个住院医师甲总医师训练了我就是考着即个精神科的专科医师就伫即个咱的斗内分院咧做主治医师
啊中嘛有加转去台南搁兼一寡工课安尼吼。啊难得有即个机会当等者，就是我有去考迄个清大专门台语认证啦吼，迄个考了嘛诚趣味吼。啊我考的时阵，即个白话语个无啥会晓写吼，我敢若我听写下分数54分足歹吼。啊差不多是安尼吼。啊一开始来参加即个文化论坛是进前迄个米粉丸老师甲我邀请来，吼啊，就是嘛感觉诚趣味，所以希望今仔日会当可能开差不多30分钟的时间，吼，大概做一寡简单的即个分享啦，吼。啊，所以我今仔日可能大概讲的即个主题就是，咱精神科讲到精神即两字，吼，啊，精神医学到底是啥物意思？吼，这诚济民众毋是讲解清楚，吼，啊，甲有讲啊，精神即个物件为啥物会破病？吼，精神破病是啥物意思？吼，啊，迄含咧咱身体讲啊，你咧肝破病，你的心脏破病去，迄是有啥物所在无共款？吼，啊，人的精神一个好好物件，咱会讲去破病？吼，是有啥物原因？吼，啊，若破病了有啥物治疗？要安怎来治疗？吼，咱若病院看精神科，精神科咱甲伊提供啥物服务甲治疗安尼？吼，啊，这讲了拢诚浅啊，拢是一个遮简单的说明吼，就是要讲伤复杂，可能嘛有困难吼，无法度用台语讲足清楚。吼啊，所以起头先，我着先互大家看一个即个，其实我搁要找一个身心科诊所，头拄袂甲牵起来，就是讲，咱听着精神科，即3字足侪患者来讲，啊，医生恁这科到底咧看啥？吼，啊，像讲外口的看板有你看有的诊所会甲精神科啊、神经科放做伙，或者像倒边这精神神经科中即个精神科，我这敢有无共款？啊，其实这可能拢是较老前摆，因为以前伫台湾精神科就是和神经科是神经内科是做伙，迄个牌你摕着就是两个专科的牌拢会摕着，所以因看板会当写安尼，表示讲是较资深的医师安尼啦。啊，精神科精神科其实伫台湾的一个现象就是讲，这英文叫 psychiatry 嘛，吼，就是大家无啥爱即个名啦，吼，咱讲像讲你看外口即个写身心诊所的，吼，啊，身心诊所的意思其实迄个医师嘛是精神科的专科医师，但是伊无要用即个扛棒，无爱写精神科，伊要写身心科，吼，因为那感觉大家看精神科惊安尼就对啊，吼，啊，这快乐门诊这愈趣味，这是我咧服务的病院啦，我咧精神科写快乐门诊，我对患者来讲，啊，医师你搁会快乐门诊，我看头拄你来的人出去拢咧哭啊，那是快乐门诊安尼吼，你讲生笑啦吼，但是就是讲希望讲大家来会当看了会当解决伊一寡情绪的问题。啊，所以咱先咧讲精神即两字，我感觉足侪阿公阿嬷来阮门诊，伊毋了解精神科咧看啥，因为讲咱台语讲着精神即两字，就是定定拢毋是咧讲即个医学即个意思啦吼，因为精神咱定定台语会讲啊，就是讲啊，我今仔日困醒，我8点就精神啦，吼，就精神是其实是做一个动词，是我有困饱，我困醒啊，我清醒啊，吼。啊，即个倒边即个图是即个台日大词典的一个精神即个部分啦吼，精神就是除了即个动词吼，佫有一寡名词的意思，像讲伊有收录着一个就是囡仔巧吼，这嘛叫精神吼，还是讲有元气吼，即个名词这嘛叫精神安尼。吼，咱平常时咧讲，像讲啊，咱台湾人有一个共同要追求独立的即个精神吼，这嘛是当用即两字吼，所以听到精神科。其实意思诚济，所以大家都会变到雾煞煞，毋知啥物意思啦，吼。好啊，所以精神，咱今仔要讲的精神是讲这精神医学，吼，精神医学医学内底是一个专门的即个学问，吼。啊，咱就先讲伊的英语来讲起，吼，英语的话就是 psychiatry，讲者我有念对，应该 psychiatry，好，psychiatry，应该 psychiatry 啦，吼，总体就是即个词是为咱的医学咧发展，就是近代医学的发展啊，吼啊，开始有即个名词出来的时阵是差不多19世纪中期的时阵，吼，即个词啊，这是为即个希腊语演变过来，吼，这是至少我查到的
疑点是安尼写啦，吼，就是讲头前即个 PSYCH psychic 就是咧讲一个心灵啦，吼，还是讲心智的即个意思，吼。啊后壁这 IATRY 就是 IATRY 就是治疗学的意思啦，吼，所以加起来就是讲，甲一个人的心智的灵魂吼做一个治疗，吼。啊，即个因为以前即个咱讲外国的物件要翻译做讲咱台湾人看有的物件，其实诚济，咱讲汉字诚济拢是日本话来的嘛，吼，就是讲像医学即两字吼，迄嘛是日本人翻过来，吼，啊，所以因就甲psychiatric 翻做讲精神即两字啦，吼，啊，所以咱台湾就是嘛是照用吼，就是嘛是用精神科即两字，吼，啊，所以即个学问精神医学吼，就是咧研究咱人类人的心智，吼，包括讲伊的思考、伊的情绪、伊会做啥物行为，吼，啊，就是有诶人会因为即款情形破病了，吼，啊，才来找人治疗，吼，啊，就是要研究讲安怎治疗，安怎个做诊断，吼，安怎个做一个判断讲伊到底有破病无破病，伊到底要安怎治疗，吼，当治疗要偌久才会好，等等诶即个学问。所以其实咱讲人的心智即个机能算是个足复杂的物件，吼，所以精神医学嘛毋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学问，伊是包括讲诚济无共款的方面的即个学问，吼，啊，所以咱精神科医师就是讲相关的即个工作者拢加减仔学，吼，包括讲一个精神的病理学，吼，药理学，啊，个神经的即个生物学。啊，甲有讲心理学啊，吼，精神分析，吼，啊，甲有社会科学，吼，等等的。啊，即个所以即个精神医学是一个诚复杂，就是爱用着诚济无共款的即个知识即个学问，吼，才会当做一个类似讲，比如讲一个整合啦，吼，整合即款学问了去解决患者的问题，吼。啊，小可来讲一寡历史，就是讲即个精神医学咧发展，咱会看着讲，其实像诚济人会想讲，甚至讲即个世界上是有人相信讲，其实根本无精神科、精神患者即个问题，拢是医师为着药厂为着要趁钱，吼，再讲即个人有病啊，伊来治疗安尼吼。伊若讲一寡像善他的就是款的吼，伊就是感觉讲啊，这拢是人的意志的问题吼，毋是真正破病是伊的选择啥物吼。啊，但是事实上毋是安尼，因为精神科的历史根本无遐长，精神科是为即个发展是为头仔讲的19世纪了后吼开始的吼。啊，但是你看讲即个图是咧画一个法国医师吼，伊一开始伫即个1795年的时阵吼，因就有一张图是讲伊去即个阿斯林，就是一个咱袂说讲即摆咧讲疗养院的所在，迄阵无咧治疗，迄阵就是用锁啊，吼，用链仔甲患者绑伫遐，吼，啊，着互因莫乱安尼，吼，所以表示讲古早着有诚济人受苦，受着即个精神病的即个影响，吼，变做讲伊失上去啊，吼，啊，迄阵无法度，无啥物好治疗方式，只好甲用锁啊绑咧，吼，啊，迄个意思就是第一个讲去遐讲爱用较好的方法去对待因，吼。啊，毋通一直甲因捌诶，所以就有人画图甲伊用锁甲偷开。啊，直到其实煞来迄阵嘛是，坦白讲嘛是无啥物较好诶治疗方法啦吼。是到后来了，咱诶精神医学是啥时阵开始了发展较紧，就是为即个因为随了科技诶发展以下诶进步吼，逐个对即个脑神经啊，对人诶即个精神诶了解愈来愈侪，吼，啊，才有煞来即个无共款诶治疗诶方式，吼啊。同开始，应该讲同重要一件代志，就是讲安怎去分别讲一个人到底有破病无破病。啊，破病是破倒一款病，吼，因为咱先知影即个病的即个本质，才有法度甲治疗，吼。啊，所以一开始的重大的问题是咧，确定，应该讲确定讲，即个人着的是对一种病，吼，所以这就是一个精神病理学的即个范围，吼，就用 psychopathology，吼，这倒边的即个 Kraepelin，吼，就是讲咱的课本的即个算老先辈啦，就是讲伊是第一个甲即个精神schizophrenia 甲 manic depressive psychosis 分开的一个人，吼，啊，所以伊就是甲即个精神科的学问，吼，
用一寡观察的方式，去归纳讲，若是即个诊断 schizophrenia 即个诊断的人，可能有啥物款的表现，因可能啥物时阵会发病，因可能规个病情的变化看起来是安怎，另外一款病，咱想讲即个 bipolar disorder 因的病情看起来是像安怎，这一个分类，所以即款精神病理学是较咱讲 descriptive 就是描述性的，就是讲甲一个物件讲较最清楚，就互你大概较知影讲病人可能看起来是像安怎，这等下咱会阁讲较详细咧，这面这佫较有名，即个 Freud 就是无。就是你毋知影精神科是啥物人，可能拢知影伊的名，因为就是心理学一个算做祖师爷啦，所以 Freud 伊的即个学问叫做 psychoanalysis，就是伊用伊的知识，伊用伊的观察，去推断讲一个人为虾米会破病，像即个人一直人足紧张的，伊有法度好静落来，伊逐工拢咧烦恼做个代志，伊就会去推断讲，这是毋是和伊以前早期的即个一寡经验，和因爸爸有啥物冲突，慢慢伊演变做即个人有即个情形，伊嘛是用诚侪归纳、遮科学的方式去做伊的学问啦，毋过，因为咱即摆的诊断下是差不多，应该讲。较大的基础是为即个 psychopathology 精神病理学来，所以咱等一下特别讲 cryptid 即个部分。所以咱就先来讲，啥物款叫做破病，病的定义是啥物安尼，其实病咱即后来嘛有即个学者咧讲，啥物款叫做破病啦，所以我家己翻译就是讲，若是讲 illness，就是咱来讲英文讲 illness 即个。定义会讲，这是一个主观的经验，就是讲，即个人感觉伊无爽快，艰苦，安尼就算 illness 但是 illness 了，你搁要甲它分做较清楚咧，咱就有一寡分类，分类就是讲，但一群症头拢会做伙出现，像讲咱即个人，伊就是共款拢有共款的表现，譬如讲拢会窜起来，拢会发烧。发烧了，迄电讲了，电讲伊个真紧就变白这就是结果去化验，验袂出啥物细菌，结果知影讲是一种冠状病毒，这个就是以前 SARS 的时阵，SARS 就是一种 syndrome 嘛，就是共款出现的一种症头做伙出现的时阵，就是会叫做症候群安尼，精神科的大部分的病情拢会当算讲是一寡症候群就是讲咱观察了共款的症头加重起来，就知影讲，即个患者伊破病有即个表现，咱会当去下即个诊断，就知影讲伊以后可能伊病情安怎变化。若到这 disease 就是通常就是讲已经知影讲即个症候群的病因是啥物才会甲或者一个 disease，譬如讲 Alzheimer disease，就是讲失智症内底有一个叫阿兹海默症的即种病症就是咱较确定讲伊是大脑内底伊的退化的部原因引起是一种神经内底有一种叫做贝塔阿米洛的物件，所以就会叫做个 disease 安尼。精神科头仔讲的精神科大部分拢是一群共款的做伙出现的症头，所以拢是症状是较济。所以即个描述性的即个精神病理学descriptive psychopathology， 伊的重点就是讲，伊为着要去了解即个患者的经验，伊袂像讲 Freud 迄阵用精神分析，遐去注重讲，爱知影讲伊即摆会遐搞超凡，伊即摆会遐烦恼，是安怎演变过来，是早期啥物经验演变过来。其实即个描述性的精神病理学无咧管太伊为虾米发病，毋是讲这无重要，但是讲伊无去强调即个问题。伊强调是讲你要去了解患者为虾米伊即摆遐痛苦，伊痛苦是倒位来，可能是讲郁卒啦，心情无好，所以伊啥物代志拢无想要做，是啥物代志拢无想要做，其实人的即个困眠不足，伊食物件食袂落，伊变做讲伊去做代志拢袂讲有趣味的感觉，伊会感觉讲伊的人骹手足震动的，无法度好好运动，伊会感觉讲
伊甚至拢定定拢想着一寡无好诶代志，就拢想袂开安尼吼，想讲规气无爱活吼。啊，即款诶镜头做伙出现，啊，搁连续一段时间吼，啊，咱就可能会当甲讲啊，即个患者就是可能是讲咱种郁症诶即种变化，即就是种咧心脏诶表现嘛吼。啊，即个心脏诶表现就有包括讲symptom 就是讲伊家己感觉诶镜头吼，就是即个人伊感觉伊食袂落吼，伊无胃口，这就是一种 symptom。啊，另外一种就是 signs 吼，signs 就是譬如讲伊体重一直减轻吼，伊诶即个骨头愈来愈灵吼，所以这就是伊咱观察会着吼。所以一个是靠咱去同理啦，吼，就是讲患者伊有感觉到即个镜头了，咱无一定看会着，因为是感觉到的嘛，吼，可能是感觉心情无好，心情无好你看袂着啊，你无法度讲像讲照一个超音波啊，照一个电光你就看着啊，吼，这心情这物件是看袂着，但是咱治疗者，咱一个医师会当去甲同理，讲知影讲啊，伊即摆有即个艰苦，伊大概有啥物款的感觉吼，透过咱的即个会谈吼，慢慢仔去了解讲伊诶人诶感受是安怎吼。啊，譬如讲有诶人是感觉讲伊，啊像讲互人去控制啊，伊听着奇怪诶声音吼，伊感觉讲这是有啥物像我最近有一个患者甲讲，伊有感觉这是美国来诶机器吼，咧甲伊对伊诶脑部做一寡影响吼，伊就感觉讲这是叫啥物网络诚侪人讲这脑控即款诶啦吼。啊，即款基本咱无，但是咱会当甲同理讲，知影讲啊，若是我像伊安尼，我定定有感觉有听着奇怪诶声音，吼啊，即个声音袂停，一工24点钟拢有可能会出现，吼啊，搁了着我平常时咧做代志，我会感觉足艰苦，吼，所以透过即个方式，咱会更较了解患者诶艰苦，吼啊，着较知影讲伊诶这困扰到啥物程度，啊，到底有到一个病症诶即个程度无？啊，若到一个病症了，咱就是咱甲分类了，就会使知影讲，伊即个病透过足侪观察以前人留落来即个资料，甲咱家己诶经验，咱知影讲啊，即个病症可能会安怎变化？即个若有即个 hallucination，就是讲有幻觉出现了，到底会家己无治疗就好无？爱观察偌久诶时间，啊，伊诶 prognosis 即个有好是安怎吼？是到底咱过几冬伊可能镜头过几礼拜镜头会较减轻，还是讲过几冬了镜头会讲愈来愈严重吼？这无一定吼，所以这个病理学就是咧研究头拄仔讲诶即寡代志安尼吼。好啊，所以头拄咧讲即个病理学，就是咱知影讲即个大家应该讲进前即个破病诶患者，因会出现讲无共款诶镜头了，啊，所以头拄仔讲诶 crippling 就为因遐开始就甲即个镜头做分类吼。啊，即个图是一个算咱讲较早期诶，即摆诶分类就愈来愈幼路啊，啊，即种较早期诶，咱大部分诶分类是安尼，就会当了解讲，应该讲会当包括讲大部分诶精神科诶病症吼。所以咱会先分做讲，伊是 primary 啊 secondary，意思是讲，即个病症有法度找着一个直接甲引起诶原因吼。若是有，就是 secondary，就是另外一个物件引起伊产生诶吼。咱看着同正病吼，咱拢 organic 个 kit 性诶，即意思是讲，可能你诶脑部受着直接是较大影响啊，吼，引起伊诶脑诶机能有变化，吼，譬如讲有诶人脑受伤，伊可能车祸了，伊就人就必须冲动诶，暗时拢无困，啊一直要冲出去安尼，吼啊，这个是伊脑伤吼，脑出血了引起诶一个精神科诶镜头。即种器性诶变化，像有诶人老岁仔人失智症、失智症诶时阵，也是讲伊年岁足济，啊，叫伊肺炎去带伊吼，伊叫伊暗时拢无困，讲有看着一寡无形诶来催伊吼，啊讲伊伫遐发火休无法度困吼，即个谵梦吼，即款诶，即款拢是算器性诶吼。啊，若有一寡病症是因为伊食物件食着无好诶物件，是讲伊即个物件已经调咧啊，伊可能无法度啉着，像讲有诶
感觉内底有诶一寡犯人，伊是食酒食甲互人掠去关伊酒驾伤侪摆啊，啊伊去诶时阵，伊就前几工就开始人变乱糟糟，伊可能食饭食袂落，暗时无困遐，一直探问啊，即款诶叫酒诶即种酒精戒断安尼，若是讲伊有一患者是食毒品，食甲引起讲伊会听着别人听无诶声，即种幻觉诶即个产生，所以这是有直接诶原因诶，还佫讲另外一种 primary 就是讲咱找无一个直接诶原因，你可能讲，伊有即款诶表现，但是你找无讲像头仔讲诶，伊头嘛无受伤，伊嘛无用着啥物无好诶物件，就无代无，若毋是讲无代无，就是常常就发生啊，即个发生咱就会去照伊诶表现去做一个分类，简单来讲就是。咱若讲着中即逝这 psychosis，就是讲伊通常伊就有一寡症头是会互伊人无法度，伊会出现一寡咱无法度理解诶一寡经验，像头仔讲诶，伊感觉脑控，互啥物物件控制伊诶思考，伊听到别人听无诶声，即款诶就是讲，即个经验可能99%诶人，99%啦，就是讲大部分诶人无世人无即款诶经验，嘛足歹了解讲这到底是啥物物件，就是。即个物件就是即款诶镜头诶患者，较严，算讲较无法度互人理解，就是像 psychosis，因为咱会讲伊诶 reality 伊诶现实感，已经有变化。同倒边是 neurosis 就是讲即我甲写神经官能症，毋过咱台湾有写一寡华文诶资料写精神官能症，精神官能症。官能诶意思就是功能性诶，就是面顶迄个function，意思就是讲，即个病症诶症头是大部分诶人较会当了解，但是讲伊诶困扰诶程度诚悬，譬如讲焦虑症就是咱人会无代无志会紧张，其实咱平常时就会紧张，像我即摆就紧张诶啊，我紧张，我可能会感觉讲，我即个演讲讲了，我可能就会较好啊，但是我应该讲了，我较轻松就困会去啊。但是有诶人是，伊是逐工拢咧搞操烦伊，毋知影伊咧烦恼啥，但当这伊就感觉讲明仔载佫即个代志还未处理了，我代志拢未处理好，伊静袂落来，连续足长诶时间，困扰诶程度足悬诶，所以超过一般诶即个烦恼诶程度，这嘛可能是一种病症，所以就是官能症、神经官能症即款诶。中式的 personality 就是，就是有一寡病情诶表现是和一个人诶即个人格有关系，即个另外一个分类。所以即张图就是一个较，咱讲古典即个精神病理学，甲病情做分类诶一个方式啦，所以大家会了解讲，几个重点就是讲，伊若是无特别诶原因引起诶，无直接诶原因引起诶，咱就感觉讲伊这是 primary，就是讲可能是患者家己诶体质，伊可能，伊本来体质就高安尼，还是讲伊受到啥物刺激，造成讲伊即摆变即款诶即个现象，啊，即个图诶即个分类拢是除了正边诶是看伊有原因无原因无，有受到啥物影响无，倒边诶即个部分就是靠伊诶表现，伊有啥物镜头，伊有啥物无共款诶艰苦去做一个分类安尼，咱继续。煞来就是讲，随着即个时代，即个科技愈来愈进步啊，咱诶医学愈来愈发展，就是即个分类诶方式一直咧变化，就愈来愈优咯啊！即摆已经 DSM 已经出到第5版啦，第5版佫有 TR 安尼，第5版 TR 伊就头拄仔讲诶即寡诊断伊个愈分愈有咯，像讲 schizophrenia 佫分几啊款，bipolar 嘛分几啊款，佫有一寡像 eating disorder，就是别款诶一寡疾患，嘛是愈来愈若是有证据较足诶，就甲加入去，大概都愈了解讲即个精神科若有出现啥物诶变化，咱会当讲这是一个精神科诶疾患，是有合一个精神科诶诊断安尼。即个是网络找诶图啦，伊诚趣用起就是伊写 every diagnosis in the DSM-5，就是讲即摆你看 DSM 诶第5版已经有遐济款诶诊断啦，你看一开始诶图比起来就已经变啊足复杂诶。好，遮我先小休者，大家看者这算网络诶即个笑话。
你图像较高，我简单讲就是讲，这是袂输讲咧，咱台湾的即个艺术考试可能嘛考即款题目嘛，就是讲，互你一个精神科的 scenario，甲你问讲伊可能是啥物诊断，这真趣味就是，而且讲，即个人是一个23岁的医学生，伊逐工拢甲伊应该爱做的代志拢写起来，伊逐工开几啊点钟咧读册，拢无爱行伊的同学去外口佚佗，嘛无爱做伙去食饭。伊就干若逐工拢去伊诶 lab 看伊一寡标本安尼总体就是开足侪时间嘛，啥物代志除了伊即个医学上伊诶学业上诶代志，伊拢无爱做安尼啦但是伊算伊诶表现佫袂歹伊叫一个女朋友安尼伊女朋友嘛是一个医学生伊就问讲即个医学生，即个学生有可能有啥物诊断安尼啦趣味讲即个回答人写一个 F 啦，就讲靠腰我这看起来足正常诶我意思要写这个意思是讲，这是精神科的一寡诊断到底啥物款爱到啥物程度，才更算一个病因为有诶人感觉我这人足拍拼，足认真读册，为啥物你爱讲我有破病所以安怎来讲无正常无正常。咱啥物款的镜头的，譬如讲我人有罪啦，但有罪爱到啥物程度，我才会感觉讲这可能是一个病情的表现。几个咱一般来讲就是讲一个物件，你若讲项大部分的人差伤济，这可能就是偏差嘛是统计的上无的即个偏差咱一般是讲超过2个标准差就是95%以内算应该是算大部分人可能安尼95%以外你就较无共款啦所以像讲咱做 IQ test 测一个人的智能有悬还是低智能正常就是应该讲平均就是100啦所以你若讲超过2个标准差，就是70以下，咱来讲伊智能可能伤低这就引起讲伊一寡适应上的问题第二个是讲伊超出一个社会的常模比如讲咱讲伊进即个人讲伊有听着声但是迄是同机伊可能拢是为着要互人问代志时阵，伊就会点香做一寡伊的特别的动作伊就迄个神明就会伤伊的心，就感觉互神明附身听着伊的声，这咱袂讲伊破病嘛因为这个伊咧做伊的工课但是你若讲即马一个人伊讲伊就是感觉有感应，神明咧定定咧甲讲话伊有能力帮助别人伊毋免去做即寡特别动作，伊就感觉神明一伫伊的边仔即款的就是超出，虽然讲听起来差不多，但是伊有的人是超出讲一般咱社会上知影当机的即个表现嘛咱就感觉种伊即个情形可能小可怪怪可能是破病第三种这就简单，就是讲即个一个镜头若是足困扰，像头仔讲，伊定定声音搅扰伊定定感觉讲人咧控制伊的思考，伊会感觉足困扰感觉讲伊代志拢无好做，无法度专心，无法度好困第四项是适应不良，就是有诶病是应该讲就是伊嘛是共款即款镜头，但是伊无感家己感觉无安怎，伊感觉伊安尼足好诶像讲咱讲有诶人咧咱讲躁郁症有诶人咧 mania 时，你感觉讲家己足够，家己足有能力诶，啥物代志拢做会到，伊嘛无感觉讲造成啥物别人诶困扰，但事实上伊可能就是开足侪钱已经车讲学袂骑佫可能车已经弄歹伊也家己拢感觉无安怎，因为无一种家己会当反应无一个病识感安尼就对所以伊已经造成足侪困扰还是讲伊无法度好做伊即马该做诶代志即款哪会拢做一个，若是会当考虑讲这是一种病虽然讲伊家己无感觉讲伊人艰苦所以咱精神科诶人咧咱精神科医师咧做诊断咧做判断诶时阵，就是爱考虑即款到底即个镜头诶范围到底是毋是有这4款就是造成诚大诶困扰，还是偏差诶程度诚大，程度诚大才会当去想讲这是毋是一个病情诶表现安尼咱就是用一个同你嘛免讲同标准，就是讲逐个可能较定诶
听到的，因为这以前叫精神分裂症嘛，后来改名改做叫思觉失调症，吼，就是 schizophrenia，吼，啊，就像头仔讲的，有一寡患者伊会有一寡特别的感觉，吼，啊，甚至讲伊无法度照顾好家己，啊，像讲咱一开始迄个图看到的，吼，所以别的患者，有可能真侪患者的诊断是安尼，吼，啊。这个内容，这就是我才为 DSM-5 甲翻译过来哈。啊，DSM-5 就是咱类似咱精神科医师的一个地图，伊会写讲爱出现什么款的表现，才算有会当符合，会当合这个诊断，咱会当甲用这个诊断去诶想讲啊，这个患者可能发生什么代志吼。所以思觉失调症就是一个月以来，伊同主要是有一寡正型的这个镜头吼，这个镜头就是讲一般。有诶是一般人无诶，啊，伊有诶经验诶，像头仔讲诶，伊感觉伊诶头脑互人控制啊，伊有一个被害诶梦想，吼，啊，伊有听着声音，这是会听觉诶幻觉，吼，啊，有一个胡言乱语诶即个情形，表示讲伊诶思考足乱诶，你听伊讲，有时会感觉伊诶即个逻辑足奇怪，吼，啊，伊可能会做一寡诶伊诶表现可能有时仔着。像有人较严重，就是伊个人调伫遐，因为可能是声音足差，互伊拢无法度振动，吼伊诶动作嘛出问题，吼啊有诶人会出现一寡复性诶镜头，吼即个复性诶镜头，即款镜头就是讲伊本来一般诶人有诶伊变无啊，比如讲一般诶人想要找人开讲嘛，你袂讲想讲规工倒伫遐，啥物代志拢无要做，但是即个思觉失调症较慢性长期诶患者，因就会是当倒规工诶拢无爱向人讲话嘛，不要紧啊。好，啊，所以伊就要求讲，这一个月应该是讲这连续一个月以来有出现即款镜头，吼，至少一个月啦，吼，啊，煞来伊个引起讲伊诶一寡代志，包括像头拄讲诶即个伊诶适应功能诶不良，吼，引起讲，譬如讲伊工课无法度做，伊无法度互人好好啊交陪，吼，伊无法度甲家己整理哦清气安尼吼，无法度好啊洗身躯，吼。啊，这个困扰有出现病症，变做项以前无啥共款的时间，至少爱连续6个月，吼。啊，明显的镜头一个月像讲 A 内底的镜头有一个月以上，吼。啊，毋是因为别款的病症，嘛毋是因为讲伊去食着毒品引起的，吼。咱就会讲伊是思觉失调症，吼。所以啊，举这个例就是意思大概讲，这是精神科医师咧一个算基本的训练的过程，就是讲爱用这个物件，用这个地图吼去了解患者的情形。哦，所以阮就会知影讲患者咧破病时阵可能会有即寡经验。啊，但是事实上就毋是干那即个地图写遐简单嘛，因为除了地图写以外，伊可能人的本身佫有足大无共款的表现。吼，所以咱佫会知影讲，思觉失调症除了即寡现象以外，吼，啊嘛有足侪无写着的表现。啊，譬如讲，这咱用一个 STORE 的图来讲，就是即个咱的药理学的课本吼，就是甲咱写讲。其实毋是干那即个正型诶镜头，还是负性诶镜头以外，伊可能会佫有讲像即个人会变做足恶作诶，伊就啥物代志感觉讲心情足无好诶，吼，啊，啥物代志拢无想要做以外，吼，伊就感觉讲家己足无效诶，吼，伊会感觉讲人足恶作诶，甚至讲会想袂开，吼，啊有诶患者会出现讲即个 aggressive，就是伊会较激动，吼，较对人动手会伤骂即款诶，吼，伊诶即个控制。自控的能力降低，吼，啊有诶是讲是认知诶方面，譬如讲伊诶思考诶反应诶速度，伊诶记性就会慢慢变歹安尼，吼，啊所以咱知影有头前是一个地图，互咱诊断讲即个患者有 schizophrenia，但是就是即个诊断以外，吼，咱知影即个诊断了，就佫会知影讲即个患者除了面顶地图面顶写诶，佫有可能发生诚侪无共款诶代志啦。好，啊，因为即种病症嘛，定定讲是咱若发现啊，像头我讲诶，即个诊断要求讲要有6个月以上嘛，意思6个月就是讲咱已经观察一个诚长诶时间啦。啊，有即个时间一个时间诶观察了，咱就会当去做一个推断，讲啊，伊诶病情可能会做啥物款诶变化。啊，以即个 schizophrenia 来讲，举例就是讲，可能咱看到诶常常拢是讲，伊可能伫咱讲青春期，还是讲较早20几岁诶时阵，可能就会发病。啊，发病前伊诶即个就是
中即个青的即个部分，就是一个 prodromal phase，就是讲发病前期伊有开始讲读册较读袂着册吼，伊的即个表现变歹啊，吼煞则到即个感觉色的，就是讲伊会开始有头仔讲，伊开始听着声吼，开始感觉人要甲害吼，即款的镜头走出来啊，吼一届一届发病了，伊的即个认知功能慢慢会退化。最后到一个若色的期间，就是讲伊的即个听到声音的声音嘛较少啊，吼就是讲嘛较袂遐冲动啊，吼，但是伊的即个记性就变歹啊，吼，伊的即个反应速度就变无好啊，变做讲嘛爱长期的治疗就对啊，吼，所以咱若是了解讲患者有即个诊断，就可能会想到讲伊以后可能会出现即款的变化。如果是有可能啊，毋是讲一定拢会安尼，吼嘛，遮侪患者讲伊伫即个感觉色的即个期间，伊治疗诚好了，伊有好食药啊，伊煞来伊就袂退步，甲讲即个水痛症病即个若是迄个表现安尼。好，所以这是古一个咧，就是互大家加减仔了解讲，一个人若是有带着讲精神科的破病，精神的破病了，可能有啥物款的镜头啊，咱会搁注意讲伊长期的病症安尼啦吼。所以就是讲即款的破病，咱讲精神破病、精神科的病，含一般的身体破病，到底是倒位无共款的吼？差同者，就是第一点，就是讲一个人的，咱讲人的一个家己的经验、主体的经验会受到影响吼。这影响包括讲，伊人对家己的即个自尊心啦，吼，是讲即个自我的价值的即个感觉，吼，拢会受到影响。嘛有可能是影响到伊的伊的对家己的判断，就诚侪患者伊无感觉讲伊这是破病，像头仔讲的，头仔讲即个有人感觉有机器咧控制，伊就感觉这是别人害，这毋是家己破病啊，吼，所以伊袂感觉讲家己需要看医生。还是讲即个患者人心情足好诶，伊凊彩掠袂牢，所以伊就感觉伊无需要来看病，我即摆就好，为虾米我来看病安尼？吼，第二是讲精神科诶病，就是像我讲诶，因为有一寡经验是足歹理解诶，所以这嘛毋是讲你去互伊倒一个即个电脑断层，甲头壳照一个，是讲你互伊照迄一个电工，你就知影讲伊即摆是患啥物病。无法度讲完全有一寡工具会当甲因斗相共，但是你无法度干若靠一个工具，就去甲检查讲证明讲伊一定是啥物病，拢是爱靠医师吼做一个诊断，为一个病理学的即个基础吼了解伊的表现了，才有法度做正确的诊断。吼，煞来就是讲，到底精神科为虾米为虾米人会有即款的表现？其实即个原因诚复杂，因为这是一个大脑的病症吼，所以到今虽然拢咱科技的进步了，咱愈来愈了解愈侪大脑的变化的代志，但是即摆病的原因诚侪精神科的诊断的原因，甲无法度讲完全清楚啦，毋是像讲咱就知影讲像讲胃溃疡，就是溃疡可能是压力大，还是讲你有即个幽门杆菌引起的，吼，无法度讲遐直接的即个关系着完全了解。定定拢是精神科的病，拢是诚侪种原因加起来引起的。第四就是讲有即个像头仔讲的即个 schizophrenia，伊第一个标准吼，地图内底写的讲个5项的镜头，伊有出现2项以上，吼，就算讲你有 schizophrenia，就一个即个要件，就可能有诶人是幻觉，甲有讲伊有梦想嘛，吼，但是嘛人可能完全拢无幻觉，伊是梦想，大概个加另外一款诶，吼，可能是讲伊是思考足混乱诶，吼。所以就算是共一个病，伊诶表现嘛会无共款，吼。这就引起讲有诶人感觉讲，我真正敢是一个病，还是讲即个无共款诶病，情爱用啥物款诶治疗，就有足侪当选择诶部分，吼。同尾一项就是，嘛是互大家诚困扰，就是讲即个病情通常维持诶时间拢诚长啊，所以讲，治疗了可能会好，是讲即个镜头甚至有诶病，你无甲治疗，像迄个强迫症吼，有诶人就是你嘛无甲治疗，但是伊就家己就好啊，但是伊好啊了，伊可能会搁复发，吼，所以定定即个患者拢诚辛苦，爱长期倒来看医生啊。头拄仔讲着讲，
为虾米人会破病吼，人的精神哪会去破病去？咱为头拄即个事件失调症来举例吼，就是讲，这无全部因子拢写落来，就是讲，因为实在是太济，但是咱会当了解讲，至少咱即马正有确定的吼，譬如讲一个人菌，伊的基因、伊的体质吼，嘛影响。吼，咱来讲即个共卵的即个双生啊，吼，就是讲即两个人伊的菌应该是差不多完全相像的。啊，一个人若是有破病有即个 schizophrenia，另外一个人做伙破病就是50%的即个机会，吼，所以算诚悬安尼。吼，啊，咱阁知影讲伊大脑内底伊有一寡神经的传导的物质，吼，会失调去，像多巴胺、谷他们即款的失调。吼，啊，咱嘛知影讲，像讲咱甲 schizophrenia 即款患者去做一寡检查，就会发现讲伊的即个脑，吼，可能比别人伫一寡部位会比做讲较揪去，吼，较细，吼，所以伊的脑室会变较大，也是讲伊即个真业的即个机能出现讲异常的现象，吼，这嘛是可能血流降低啊，吼，这是有一寡研究会当互咱知影讲，确实这是即个病症毋是干那讲一个生理的尔，伊的大脑是有出现变化的，吼，啊，生理的部分其实就是讲嘛有一别款的像讲弗洛伊德迄个时代，伊就感觉讲，即个思觉失调症是因为早期的即个自我咧侵害机能出现异常的情形，所以造成讲伊拢调伫遐吼，无法度讲发展出来。吼，啊，社会学因子咱就讲，有即个研究发现讲，啊，你若是一个都市，吼，即个地区的人住了愈密，吼，就是讲伊即个即个都市有超过100万人以上的时阵。即个人住了愈密的时阵，伊的 schizophrenia 发生的机会就愈悬，吼。啊，所以有诚侪无共款的因子会引起讲，可能造成人类会得到即个思觉失调症。好啊，毋是干那这咱是用思觉失调症来举例啦，但是诚侪无共款的病症，伫即马即个时代会当有做出诚侪脑的检查的时阵，拢会知影讲，伊其实大脑的一寡部分的机能有改变啦。吼，啊，即个图是咧讲，头仔咱讲即个 schizophrenia，即个拢是少年拄诊断出来的患者，吼，伊伫一开始时阵。伊去做一个脑部的检查，吼，啊，蓝色的就是较正常的部分，红色的愈红的所在就是讲伊的脑，迄个部分的脑比一般正常人佫较减少，迄个变做较细的即个部分，吼，啊，过5冬了，你就发现讲伊即个减少的即个红色的比的这范围愈来愈大，吼，表示讲伊的脑慢慢有咧减少啦，吼，就是伊的脑变较细，吼。啊，毋过虽然讲这看起来这是图甲画甲足恐怖，但是事实上你若讲一般诶人，就是讲一般诶 schizophrenia 患者，你家去即摆我甲掠去做一个脑部诶检查，其实嘛无法度看出像遐明显诶变化，或者种变化算诚轻微，慢慢仔诶变化安尼就对。但是这嘛是一个证据，甲咱讲，精神科诶一寡表现是含大脑有关系。啊，大脑为虾米应该讲，咱会知影讲大脑的一个机能，就是咧替咱的像讲，咱看到物件嘛，经过大脑才知影看到啥物物件，咱听到声音，咱闻到物件，即个一般的感觉拢是透过大脑，啊，伫你的大脑整合变做一款经验安尼吼。所以大脑就是去了解咱的环境的变化，啊，做出一个反应吼。啊，破病诚济。无共款病，像讲郁症啊，还是讲 PTSD 即款的病症吼，嘛拢知影讲含这压力有关系。啊，着随着即个咱对大脑的了解，着知影讲啊，咱着有一寡较详细的了解吼。比如讲，即摆有一个压力的吼，这同倒病是讲较轻微的时阵，轻微的压力的时阵，你的体内大脑有一寡变化，会有一寡荷尔蒙的分泌会较增加吼，造成讲你人较有精神，较有反应会当处理一寡问题，吼。啊，到即个正病的时阵，就是即个压力伤过大，还是伤过久长啊，吼，引起讲你的神经，因为即个长期的压力之下，可能受到头前的荷尔蒙还是神经的变化，长期落来了，颠倒引起讲伊有一寡神经的即个毒性就对啊，就是讲引起讲伊神经颠倒伫即个长期的影响之下，变做讲减少啊。
下骹就是咧写即个 hippocampus，就是咱的记性的一个所在，吼，伊的机能吼，但是你压力愈悬，一开始可能是对即个神经的表现是好的，但是长期落来了，颠倒会变做 impairment。吼，所以就知影讲环境的压力，头拄仔讲社会的因子，还是讲外口发生啥物代志，嘛是引起咱大脑的机能的变化。吼，啊，有诶人即个变化诚久长，都有可能会变做一种真病症的原因啦。所以咱精神科医师咧看病的时阵，拢咧想大部分的，应该讲你若想要知影讲为虾米看病，拢会想着这三项，就是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这三款的因子会互相的影响。有诶病症像若是讲 schizophrenia，头仔讲的即个思觉失调症，就是讲生物学的即个解释会较重。若别款的病，譬如讲。咱讲饮食厌食症、eating disorder 即款的，可能就是社会学和伊的家庭和伊的心理的即个影响会较大安尼吼。即三款的因子会互相影响。譬如咱头仔讲，若是即个人早期伊咧大汉的时阵，就定定拄着讲因阿母的无代无志甲歹甲拍安尼吼，嘛引起讲伊的心理的变化，伊可能拄着代志就会较吓惊较无法度讲啊处理。嘛影响引起的大脑的变化，伊的大脑可能有一寡神经生理的这个基因的表现，和一般的人并无共款，这拢会引起讲伊较长期了大汉以后一个情绪的稳定的程度安尼。所以简单来讲是安尼，总体这有诚侪复杂的原因，但是伫即摆的即个医学的进步之下，就是慢慢愈来理解的愈侪啦。就算理解愈来愈侪了，咱嘛是无法度讲，就是讲一个，就是简单一个故事，就会当讲即个病就一定是安尼发生的，这较困难。好头拄病情无简单讲遮咱煞来嘛诚简单讲者讲精神的病情要安怎治疗？治疗就是头仔讲看着讲有生物学嘛，有心理学、有社会学，所以嘛是要治疗嘛是针对这三方面。生物学的治疗诚简单，就是应该讲伫台湾较简单就是食药啦，因为台湾看病诚方便，健保像讲即马注迄个长效社、长效针，这拢嘛有一个特别一算甲支出的对啊，所以患者一般若是来看医生，拢会得到讲诚适合的药物的治疗。心理的治疗爱较开时间智能的治疗就是你爱较走较大间的病院，才有法度有人甲你斗阵安尼咱先讲药物的方面，伊嘛是用头仔讲即个思觉失调症来举例啦这嘛是咱药理学的即个图，就是讲这是一个多巴胺的，就是讲咱脑内荷尔蒙伫一寡部位，咱会假设讲伊伫即个患者面顶，就是因为伤悬，多巴胺伤济，伊的机能过头所以伊才引起讲伊会听到别人听无的声，因为大脑都有一寡变化，可能造成伊诚敏感，还是讲感觉有人要甲害即款的镜头，因为这是讲实在嘛是讲意外发现就是讲以前我印象中是第一个即个精神科抗精神镜头药是讲为着要治疗血去互患者食看卖结果患者食咧，伊的即个听觉的幻觉变减少所以才知影讲原来即款治疗会引起有即个效果。所以这个图就是讲，这是咱人脑内底，咱也讲只神经看足细即个部分，神经甲神经的之间有足侪类似即个电线咧相拍电的所在啦电线咧相接的所在，伊面顶有足侪即个 receptor 就是受体受体就是咱人的多巴胺要甲一寡讯号为头前一个神经传到后壁一个神经的时阵，就是经过即个受体。药就是讲去甲冻起来，就是讲即个蓝色的有一头尖尖一头圆的，迄就是一种药就是会感觉即个就是黏伫即个受体面顶就会减少咱头前即个多巴胺刷来对后壁的神经的影响简单来讲是安尼啦毋过就是会看到讲诚有效，然后患者有得到讲伊需要药治疗的时阵伊可能伊的即个听觉的幻觉，是讲伊的梦想的程度，拢会减少，可能70%以上安尼。
心理治疗这就是因为时间有限，咱就是讲简单讲，就是心理治疗就是因为咱知影讲人的一个伊的可能讲伊的拄着代志要安怎处理，吼，这伊若无顺利的时阵，伊安怎反应，吼，这是会当调整的，吼，所以有一寡治疗就是像讲认知行为治疗，就是要甲一个患者，咱袂输讲咧老师咧教学生安尼慢慢甲引导，吼，甲教讲要安怎来处理，了解伊家己的情形，吼，要做出啥物款反应，要注意啥物物件，吼，伊着慢慢练习讲伊有法度较好处理一寡无顺的时间的即个反应安尼就对啊，吼，啊，嘛有佫有较嘛诚侪款的无共款的心理治疗啦，吼，心理治疗就若像讲即个武侠小说内底，就是逐家武功拢有无共款的即个流派安尼就对啊，吼，伊的原理拢无啥共款。我若较深的到即个精神动力的治疗，还是精神分析即款的，伊就是会较强调讲患者甲治疗师之间的即个关系，啊，透过即个关系的变化，透过提供伊一寡无共款的和以前无共款的经验，吼，去治疗伊的即个精神的病症安尼。啊，定龄的治疗就是较想讲，互伊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因为咱就是病伊就一个职能的即个治疗师，因就会甲引导吼，讲教因讲家己的即个健康照顾好啊吼，啊教因讲要安怎维持一个较固定的工课啊吼，生活家己洗喙啊，即个洗身躯洗身躯啊即款的吼。就是讲替因安排一寡活动吼，因为咱头仔看着讲，像讲 schizophrenia 即款患者，因咧较后期咧退化的时阵，伊其实无啥物，变做讲较无法度讲甲家己的生活处理好势，啊，伊若无处理好势，伊的即个项人的算讲斗阵的时间愈少，伊有时仔伊的刺激就愈少，啊，就会愈来愈退化，吼，所以这个特定的治疗嘛是诚重要啦，吼。所以咱会讲讲，即马精神医学就是为着要甲患者处理好，会当做诚侪无共款的治疗。啊，我是伫病院做工课，所以我就简单讲，你若来病院，其实病院会有足侪个选择。哦，就是讲，当然第一开始就是讲，医师爱评估到底，即个患者是啥物款的表现，啥物款的镜头，啊有啥物确定的诊断了，啊才来处理讲应该食啥物款的药啊，医煞爱接受啥物款的治疗。啊治疗嘛会当选择讲要伫门诊治疗，还是讲足紧急的时阵来去接，吼，还是讲要住院，啊住院出院了会当去即个日间病房，就是袂输那补习班，吼，伊就逐工拜一拜五来，啊上课8点钟啊就转去出。啊嘛会当讲咱去因兜甲看，吼，啊嘛讲若真正长期要疗养诶，会当带即个护理之家即款诶，所以其实选择诚济，吼啊，嘛拢会当处理大部分诶即个病症安尼。吼啊，要处理其实这本身就是件诚开钱诶代志啦，就是讲精神科伫病院算讲一个较诶较袂趁钱诶科啦，讲太坦白咧，吼，就是讲因为咱请诶人请足济，吼，咱精神科医师以外，咱爱请护理师照顾住院诶患者，啊有心理师做评估做治疗，啊有社会工作师，吼，还有职能治疗师，吼，所以算一个人力诶即个成本诚悬诶即个治疗的一个分科就对啊，吼，啊，这诶。这已经差不多要结束啊，吼，就是讲治疗的时阵，就是像头仔讲的精神科的患者的即个特别的即个特性，也是讲台湾人大家对即个病的想象，因会问出侪诚趣味的问题啦，吼嘛是常常互人问到的问题，吼，为虾米患者无爱住院，爱强制伊住院，吼，啊伊即马住院了，伊会讲互别人影响无，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啊，伊这食药真正爱食一世人哦。啊，伊这药毋是食久诶，伊大概会退化，会愈伤身体嘛。这定定拢会互家属还是患者本人问着即款诶问题啦，吼。啊，其实诚侪问题，咱会开始甲慢慢讲，但是就是讲像因为头仔讲诶已经算应该是算诚复杂嘛，吼，就是讲有啥无法度讲啊足详细、足清楚，吼。但是你若去想讲啊，其实即个病毋是因为毋是像逐个想诶是讲是伊诶意志力无够啊，毋是讲伊靠意志吼就会当改变伊家己诶行为，伊这是真正是大脑诶破病，
伊是真正需要一寡药仔甲斗相共，需要别人一个环境来甲斗相共，吼，所以有时啊，咱做一寡治疗，虽然看起来感觉讲啊，这若会敢有遐严重，敢有需要安尼，但是事实上定定拢是应该讲，若无需要，咱就袂开遐济钱甲时间去做即件代志啦，吼，大概是安尼讲。好，最后就是咱吼，因为这诚济先摆拢住伫国外，咱就来看即个台湾的治疗的即个现象。这嘛趣味，但是头拄仔讲着较济治疗，但是伫台湾就是食药通方便。为虾米？第一个原因就是讲，即个健保，互咱的治疗的费用算死伫遐价啦，吼，就是几点安尼吼。这点毋是讲钱，就是你真正领着的时阵，伊会用总额甲你拍折就对啊啦，吼，就是你真正领着的迄个钱，像讲即个支持心理治疗，吼，supportive psychotherapy，97点，你领着毋是97块，吼。所以你要做一寡治疗，你要甲患者做较济治疗，就是爱开诚济的时间，那你嘛无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即个报酬，就是讲即个金钱的即个配就对啊，吼。所以伫台湾要发展即款心理的治疗，就是讲团体的治疗，其实较无遐济人。坦白讲嘛是便宜嘛，无法度请遐济人来做嘛，吼，因为便宜就袂趁钱，吼。所以有一寡治疗的方面是，虽然讲咱知影安怎做诚好啊，可嘛是爱靠药啊嘛是爱食啊，心理治疗嘛是爱做啊，智能的治疗嘛是爱做，但是有时啊一寡治疗会受到限制就对啊。即张图佫较趣味啊，这是互大家看卖影讲，台湾的精神科的即个精专就是精神科专科医师吼，就是讲即个人逐家人咧选择要去倒位做工课吼。即个中即条线，即条一直咧增加的即个线，就是伫诊所的人，吼，就是讲大部分的训练出来新的医师拢去诊所啊，吼，伫病院的医师，即几冬来是无啥物增加安尼，吼，这嘛是反映着讲头拄仔讲的，就是即个产业，就是讲，你要伫病院做一寡代志，可能诚较无方便，较困难，吼，咱就是讲摕到的即个配嘛，毋是讲真诶遐悬，吼，所以大家就是会用卡投票嘛，吼，就是讲伊要去感觉会当做较济代志，也是趁较济钱诶所在安尼。好，安尼这是我最后一张啊，吼，歹势，我无看着时间，我毋知有讲超过时间无？吼今仔日哪早讲诚济，就是主要是我一寡想法啦，吼，就是希望讲用较简单的方式，虽然讲应该嘛是伤复杂，互大部分人听咧会当较了解讲精神科为虾米会甲患者做诊断，是咧想虾米吼，咧为着虾米理路咧用着虾米理路来甲患者治疗安尼。我回答即个龙江先摆即个问题，就是讲，即张图我是叫 AI 画个明仔远的捕手啦，就是麦田捕手啦，吼。迄阵我会想到即本册，就是因为讲我咧做精神科住院医师的训练的时阵，我有一个同学嘛伫另外一间病院咧训练，吼。阮一间食饭，伊就甲我讲，因为迄阵咱就是阿弯阿兔尔，就是讲做甲足辛苦，伊就甲我讲伊感觉精神科医师吼，就足像诚像即个麦田捕手啦，明仔远的捕手，吼。因为就是讲伊徛伫一个坎仔边，吼，这个我家己翻译，我念一解好啊。我一直想象有一大群囡仔伫明仔远咧来佚佗，边仔除了我以外拢无大人，我着徛伫迄个小危险的坎仔边咧注意。我是讲伊若是看无得看，佫撞来即个坎仔边吼，我着爱出来甲因掠掉。我规工着做一个即个明仔远的捕手。我知影安尼诚罕，毋过这着是我想要做的代志。我同学安尼甲我讲的时阵，伊的意思是讲，伊感觉即个世间吼，迄阵逐个拢足浪漫的啦，讲即个世间即个受苦的人太济啊，哪会逐个遐辛苦吼？咱做一个精神科医师，
就有即个责任感嘛，是讲就有一个使命感，要甲即个患者接起来，即个意思啦。吼，啊，毋过我即届搁看即个名远的补手，就是想着讲，啊，即本册咧写，即个主角是一个傲笑，就是讲伊个懵懵表表，吼，毋知家己要创啥，啊，着有一个足浪漫的想法，感觉讲家己会当甲别人折服掉，啊，事实上其实无遐简单，吼，啊，这嘛是我做一段时间的精神科医师了的感觉，就是啊，事实上真正无即个咱少年时即个浪漫的想法遐简单啦，吼，大家嘛是辛苦的人嘛是真辛苦，啊，咱会当做的代志无介济，吼，但是咱会当应该做的代志嘛是爱做，就是慢慢做，吼，啊，尽量甲即个患者来帮助甲治疗安尼啦，吼，这是我为虾米选即张图的原因。啊，以上就是我今仔日的即个分享，吼，啊，诶，感麻烦即个龙光先啊，輩，吼，谢真谢。真多谢柯世文医师吼，啊，为咱做遮精彩的介绍啦吼。啊，我听人若咧听人演讲吼，拢有听到一个笑话啦吼，讲世间吼有两项专家啦吼，啊，一项专家是甲安尼吼足简单的代志吼，啊，讲甲足复杂吼，啊，另外一项真正的专家吼，是甲足复杂的代志吼，讲甲足简单吼。啊，今仔日吼，咱拄着真正诶专家吼，伊甲即个安尼遮复杂诶即个吼精神科吼，而且种种吼啊，甲咱介绍啊遮尔啊简单啦吼。啊，咱刷落去，咱有几个武当人啦吼，我相信因逐个有足侪问题啊，要甲你问啦吼，所以你暂时等一下吼，啊，你若有啥物要补充诶时阵，会当伫即个问答诶时间吼。请你过来补充哈。好，啊，刷入去迄个医政者啊，林阿高者，你敢有方便讲话？即阵哈，你若有你甲你的麦克拍开哈，咱就请你来讲哈。刘公长老，大家平安。拄则听迄、个谢文医师即精彩的即个演讲吼，感觉足完整啦吼。啊，拄好，我先小可小解家己的状况，就是我本身是一个有教盲人的一个训练师，就是算做社会福利的相关的工作者啊，嗯、我本身嘛是，应该是个旧年11月底开始，阮查某囝就发病啊。伊本身是特殊的囡仔，毋过进前是无即个镜头。啊，后来旧年11月底就发病，伊就是会幻听，啊，就是拄则医生讲的迄个梦想，其实就幻想，就是会想迄种足合的代志。好，比如讲，伊某物人啊，住伫阮兜隔壁啊。哦，还是某物人啊，要来找伊，也是安怎的？吼、啊，其实拢无迄件代志。啊，刷落来发病，就变做规工拢无困。啊，后来去诊断，哦，12月，旧年12月，迄个差不多几号5号、4号5号就带去互医生看。啊，医生讲，应该是，就是拄则讲的，思觉失调，就是schizophrenia。哦，自迄边开始，我规个12月，我变做为一个社会福利工作者变做一个照顾者，我变做一个亲像看护的一个角色。啊，算落来12月，我会使讲平均困的时间，敢若一工3点钟，平均。其实是有时是规工拢无困，为什么无法度困？因为伊无困。哦，就是阮查某囝若无困，我都无法度困。因为伊无困，伊可能会做一寡伤害家己的代志，还是可能会做一寡，比如讲走出去，还是安怎的。所以我就必须要一直顾条条。啊，伫这过程中间，我本身是查真侪资料。啊，进前我是因为相关社会福利工作者会去做一寡演习，上一寡课。啊，毋过迄阵拢是徛伫边仔的角度。比如讲，我是为着要教学生，啊，有的学生有相关精神科的镜头，我去上课。啊，总是迄阵毋是当事者，
后来我自5年变做一个照顾者的时阵，迄个心理，搁有迄个眼光拢无共啊。所以迄阵才真正去了落去研究讲，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所以拄则我嘛看足感动的，就是谢文医师，搁有真侪精神科的医师是遮尔啊愿意来照顾阮一寡患者，有帮助阮一寡患者家属。所以伫遮就是搁一遍甲谢文医师讲，谢多谢真正有即个心来投入即途，毋是遐简单的代志。尤其是台湾通常拢较看重迄种比如讲会使开刀啦，种看会到的病症。毋过即种精神科的病症，其实是真需要有医生搁有真侪相关的专业人员会使投入来参与的。因为突然若是有一个精神失常的即个出来的人，通常会造成一个家庭，比如讲我的工作，搁有迄个我本身的健康，搁有我的人际关系拢会受到影响。这规个拢变做爱洗白就是啊。所以调整到差不多已经4个月，拄好4个月过去，即马要进入第5个月。头一档是足重要的治疗期，伊到呾嘛是搁有迄个镜头，毋过就是较袂亲像头1个月安尼规个夹起来，规暗拢无困。所以这药的治疗是足重要的。配合食药这是足重要。伊有时无法度食药还是无愿意食药就必须要用各种的方法去甲伊讲怪，还是用骗的啊。就是互伊有法度来食药这中间除了讲去照顾囡仔以外，我感觉讲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咱做家属照顾者的，尽量爱去学习，爱去了解讲囡仔伊即马伊要食药到底是什么款药爱去了解。了解的动机其实毋是讲家己做医生，这部分最重要，就是了解是为着讲伫厝内帮助咱去观察讲，伊即马的镜头，即马的即个表现，行为的表现，到底是镜头，还是可能是副作用？因为药的镜头还是副作用，这是真侪，应该是讲有时连医生嘛爱分，尤其是若是伫厝内，医生嘛毋是住伫阮兜嘛，所以家属的观察最重要的。就是这部分，另外就是要感谢讲虽讲是有苦难啦，不过伫第一时间，阮伫教会有迄个医生的朋友，就斗相共来牵线，讲小界倒位有医生会使看，无遮尔侪医生嘛毋敢讲黑白看呢。就是感谢讲教会的帮赞，兄弟的帮赞，再来就是拄则是为医师讲的，其实伫台湾，有健保是足幸福的代志。虽讲人讲足白摕食药为什么我食药我会使莫食无？毋过换一个角度去想，有健保会当食药搁食会起药这是一个幸福，这是一种上帝的恩典。所以到呾阁是一直咧治疗毋过就是想要请教的，就是因为阁有真侪疑问啦。伊即种镜头，伊毋是每一个人拢相共，就算是有人甲伊分无共的类型，毋过每一种类型，伊其实表现出来阁有小可无共。再来有的镜头压袂落来，有的镜头若是要甲伊压落来，伊副作用就会强过迄个镜头。譬如讲药甲伊落去，看起来是毋是有较好？毋过总是伊可能一工带着9遍10遍，就规工咧带着。是讲伊规身躯拢无法度振动，连吞物件拢有问题，可能食物件吞物件拢有出问题。无法度食，无法度吞，安尼是毋是对性命有危险？所以这药都无法度规伤重，效果就有限。所以这就是我这段时间经历的这个过程，到呾是药搁咧追求
适当的方法，互患者本身会使得到较好的治疗。这是简单甲大家分享的。所以我就是会伫遮个真正感谢大家来听吼。就是来听的人可能是想要了解，是讲可能厝内是朋友相关的精神科镜头的人吼。而且就是甲大家分享到遮。拄则就是一开始的时阵，我想讲我到底有法度讲话无？因为阮查某囝今仔日的状况嘛，小可无稳定，伊会受到幻听控制。一个要去创啥，伊就幻听叫伊去创啥，伊就去创啥，我就爱去陪。譬如讲幻听叫伊看电视，叫伊袂使看，伊就安尼两边走来走去。照顾者就是爱伫边仔一直甲伊陪伴，互伊有安全感。都是安尼，所以感谢主，我即会使伫遮开嘴讲话，就是伊即马有小可较好势。好，就是时间到，互杨坤斌好甲大家。哇，真感谢高姐吼，我感觉讲这真甘心啦吼。一般人拢选择讲安尼较无勇气出来分享家己遮个苦境啦吼。但是毕竟是我是感觉讲，咱即个社会原来还阁是真温暖啦吼，因为特别是看到你 Facebook 吼，你咧分享你的情形的时阵，我起头我嘛毋知影要付出我的关心啦。我想是咱即个一般人吼，对即个精神即个失调症吼，会理解拢足尔啊有限吼。想讲要安尼付出咱的关心嘛，毋知是讲是啥物款的，要用啥物款的方法吼。我感觉你安尼会当真有勇气吼，靠着你的信仰吼，尤其你，我感觉讲你的分享，互我真感动，就是讲你会感觉讲你经过遮个苦难吼，上帝要互你安尼，搁有较遐个较大的气力吼，来帮助人啦吼。好，安尼咱就先安尼吼，就来较来即个，咱请英惠姐，请你来分享吼。咱英惠姐伊捌伫即个美国的即个精神科的专属的精神科病房吼，做过迄个护士吼，所以有相当的经验吼。伊即摆已经退休啊吼，要英惠姐即摆来，请你来讲好无？好，多谢梁公兄吼。拄则我真欢喜互柯医师的分享，会少小可了解台湾的精神科的即个就是讲迄个安怎讲？我以前来美国的时候，我是来1970来美国，但是我咧读册中间，敢若唯一去台大精神科病房实习过3-4礼拜的时间，看到迄种精神科的患者，我是一向伫读册时，我是读迄当阵叫做护专啦吼，护专啦吼，伫内江街3年制的护专吼。我是对精神科一直拢有趣味，所以我伫毕业的时阵，我嘛是大部分的recruit，就是讲伫要 placement， 就是要安怎讲，要去食头路的所在吼，足侪精神科的什么台北有疗养院啦，什么拢讲叫我去遐上班，但是我 choose 去迄个农妇会当中有一个叫做农妇会，伊会当做公共卫生吼。其实我到1987年伫美国已经，我伫1974年来美国，我到1987年才真正 step into 迄个精神科的迄个领域啦吼，就是想要完成我迄当阵想要照顾精神科患者的迄种想法。我是 open my eye 啦，就是伫美国的精神科吼，迄当阵阮病院无精神科伫 Torrance Memorial Hospital， 就是想讲要甲迄个 geriatric 的患者，甲精神科的患者吼，somehow 要甲伊叫做结合起来，就是讲因为老人科内底真济，到尾啊就是拢有拄则柯医师讲迄个症状，有 paranoid， 有 hallucination，
引起真侪歹处理的内科的迄种治疗啦吼。所以我感觉真处于有这个因为这个本来精神科的配偶，这 insurance 就是足少的，本来就是一个真 difficult 的这个 inpatient 的 treatment 的，所以我感觉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领域哈。其实对我来讲嘛是足新的，开始的时有20-30个精神科医生甲阮 orientation 1个月，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好的 opportunity 去了解美国精神科的治疗，因为我对台湾完全无印象讲有精神科的治疗，因为敢若伫台大医院看到迄 inpatient 迄种环境尔嘛。我看柯医师讲伫嘉义的人，嘉义敢若有精神科私人的精神科病院，我印象中有一个廖医师啊，什么安尼吼，嘛是伫台湾听到但是嘛没有实际去看。OK， 我要讲就是讲，我伫精神科的迄个迄个14年啦，伫1987一直到2000年，也就那个专心的迄个 floor 吼，就是讲专心的病房有 open unit 跟 close unit 完全结束，因为就是 insurance 都无要配啊嘛，足侪拢是 long term 的一种还价吼，所以全部拢 close 迄个我咧讲迄个老人科迄种大部分我是拢做迄种 diagnostic 的迄种因为当你迄个认知改变的时阵，大家都想我到底是 dementia 还是精神病院、精神科的迄款的治疗，到尾啊那个变做一个足侪医生甲伊患者等伫这个我这个 floor 吼也是一个无解的迄个对病院来讲的 management 也是一个真头壳痛的代志，所以因就甲这个 close unit 完全 close 掉，就剩 open unit， 大部分拢是 treat 的一种 dual diagnosis， 就是双重的一种有 substance abuse， 有精神科的这种的治疗吼。迄嘛是拖无几年，阮就规个拢 close 我就是简单讲这个 background 啦吼。我真欢喜，就想了解台湾。我拄则柯医师咧讲这强制治疗，我毋知影讲台湾这个大病院的迄个 criteria 是啥物款用住偌久？出来了是啥物款的 follow up 的 care？ 这点我有一个 question 安尼啦，所以柯医师毋知会当甲我 update 这个真歹势，中共的这个台文吼，我实在是真连幼稚班都无够啦。虽然我捌中共足久的，对台文嘛真要安怎讲，真迄个ambivalence， 就是讲到底我是台湾人，台语爱学到什么程度？因为我感觉是台语拢是来美国才学的，这个 mix 这个中文甲这个用拼音这种方式吼，我对我嘛足食力的。我真佩服中共的毅力啊！你个只毛，我看到拢头壳拢爱足认真来读这个台语啊！读袂好势，讲袂好势，所以念咪英文，念咪中文，念咪台语真歹势。柯医师，你敢会当补充你咧讲迄强制治疗，迄是啥物款的情况才会当强制治疗？好，无咱请即个秀文来回答啦，好无吼？煞日咱甲请即个艺夫兄来分享一下咧。请秀文医师你请。安尼，我先回答这因为即吼，就是讲强制治疗的即个部分呢，台湾今年迄个精神卫生法啦，有搁更改过啦，毋过还未上路，即摆是用旧的方法，咱旧的就是条件就是即个患者爱符合即个严重，伊的定义就是严重患者，严重患者就是头拄仔讲的有 reality impairment，一般就可能就是 schizophrenia、bipolar， 思觉失调症啊、躁郁症啊即款的患者，
啊，若是别款的嘛是会使，就是讲只要伊的现实感有出现诚大的问题，啊，即款就算严重的患者。啊，严重的患者，你若讲伊无爱带伊，咱才会当送强制带伊。你若讲伊同意带伊，咱就毋免送嘛，吼。啊，要强制带伊的时阵，伊爱有一寡行为是有可能引起伊家己受伤，还是互别人受伤的。啊，有真正受伤，还是讲险要受伤，这拢会准算啦，吼。啊，就是吼两个，你若讲伫台湾本岛，就是两个精神科的专科医师爱甲做鉴定，吼。啊，鉴定了伊这个资料吼，咱爱甲写去一个算公办的审查会，哦，审查会目前应该是伫高雄的凯旋病院、凯旋医院啦，吼，咧做。啊，就是因为有找医师，嘛会找社工，嘛会找护理师，嘛会找家属，吼，大家做伙来开会，啊，看你送来即个资料有合即个法律的规定无？啊，伊嘛会甲向即个患者敲电话，也是讲会视讯，吼，看讲伊到底是毋是真正是即个需要带伊的患者。吼，这若通过了后吼，伊同久一届会当带60天，啊60天这无一定爱带好满，吼，伊会当提早甲停起来，吼，提早互伊转移嘛会使，咱就感觉讲伊拢治疗好啊嘛，吼，通常会叫伊讲健保搁大一阵嘛，吼。啊，若是讲60天无够，感觉讲需要搁延长，嘛是会当搁甲审查会提出讲要延长。哦，啊，即个法律是，嘛是可能是2007年开始用即个法律，哦，啊，搁再生，我迄阵嘛毋是精神科医师啦，无听讲再生是愈较灵就对啊，就是讲可能一个医师就会使，啊，感觉讲要带伊，迄个手续嘛免遐复杂，因为咱若即摆要办即个强制带伊，拢是可能我有一个人24，就是因为有一个时间性嘛，所以可能迄个人伊规工就啥物代志拢毋免做，就是去补迄个文件就好啊，吼。确实啊，啊，毋过煞来咱讲今年修法嘛，啊，今年修法了吼，即个还袂上路，但是听讲会搁较麻烦，就是讲即个麻烦程度会搁较增加小可啦吼，就是变做讲，因为即摆咱拢台湾变做一个，咱讲台湾讲中华民国啦吼，中华民国做一个，就注意即个人权的所在吼，啊，袂当互患者莫名其妙互人逼去带伊，袂输即个意思啦吼，所以因为着一寡人权的保障会搁较增加。甚至讲做一寡治疗，患者爱同意，哦，啊，这就可能会引起讲，煞来有一寡新的麻烦，这还袂经验着，搁无了解吼，毋过就是煞来应该会搁有变化，哦，啊，这变好啊变歹，这搁诚歹讲安尼，嘿，目前是安尼。这嘛是我当时开始上班的时候上大的震撼，就是这样代志，就是你有迄个3个 criteria 嘛，伊就是讲danger to self, danger to other， 啊不就是讲迄个gravely disabled， 你无法度 provide food and shelter， 啊一就是讲迄个violence， 就是你会当去危害到你家己的生命，还是对别人生命有危险。伊用72点钟的好，就是讲你用家好啉服72点钟，啊过来就14天啊，这拢爱休啉。哎呀，我感觉讲啊，这种了足侪资源伫这个患者，我还佫带伊去 Department of 95，即个去 court 去休啉，才会当 approve second 14 day 吼。这种迄阵时我想奇怪，美国啥那 instead of provide 患者的 care， 啊，遮尼 take care 这个 human right， 就讲这个患者的 right 啦吼。后来我想想呢，其实也是对啦，就是讲你精神观念有这个 distortion 的患者，伊唯一就是社会啊去甲伊 provide 伊的这个 comprehensive 这个等 even 伊的 human right， 你嘛爱甲伊 take care 安尼吼。我 take me long time to adjust 这个美国这个情况啦吼。啊，但是尾啊，我就是做迄 psychiatric 迄叫什么迄个 crisis and 迄款呢 emergency room， 来 emergency room 患者有 certain percentage 拢是这种的personality disorder 的患者，伊就是无伊好去，伊就close 迄个警察的迄款的迄个intervention 吼，啊，就送去 emergency room 安尼。啊，这嘛是一个足头壳疼，互
病院的 management 做较较听的代志，所以你就爱去看迄个患者，做迄个crisis intervention 看这个患者是要留咧，还是要就怎样甲 discharge 要去对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台湾可能嘛是有这个共款这个问题啦。所以安尼，这是真歹处理的问题。真歹处理没？牵涉到法律这毋定敢若讲是医学的问题这嘛牵涉到讲即个法律，还是讲咱即个文化这个问题。无咱说咱请即个即个叶医师来讲伊伫美国拢咧职业咧职业咧足久啦拢伫精神科范围。伊除了讲做医生以外，伊嘛有写几啊本册其中一本较逐个引起较逐个注意的，就是讲迄本迄本个台湾人的迄个 Stockholm Syndrome受虐待性格的迄个册，伊捌来咱论坛即个分享过好，无迄个叶医师，你若方便，请你开麦克。即摆恁安尼有听无？有真清楚，嘿。安尼好。我即摆要讲，主要是针对，还是免甲称呼阿狗免甲称呼阿狗叔啊。你讲高姐还是林义英林义晶叫阿狗就阿会使啊，多谢。阿狗好，阿狗好，针对伊的问题来讲，即个我安尼讲好了头一个我会讲就是讲伫我个人的经验内底咧，患者若无爱食药有足侪理由啦。上普遍的就是副作用。你若无敢问，伊袂甲你讲，话是会甲你讲安尼啦。第二就是以即个开业医的角度来看的时阵我已经互人训练甲就爱安尼想啦。可能这小可会得失，别人也无得个啦。就是讲你若药食4-5个月，还搁咧有即个幻觉即个 hallucination 还是 delusion 的时阵，阮都爱考虑几种的因素第一，你诊断对啊毋对；第二，你用药对啊毋对；第三，就是你若用着药的时阵，剂量有够无够。这3项我一定爱考虑的啦。有些是信家己的喙皮，有些是信别人的喙皮，安尼时阵就较得罪别人。大部分拢是信家己的喙皮安尼啦。所以我是爱知影讲，这有较关于恁的这个或者 privacy 的这个问题啦。你到底是咧食什么药还是食偌济？那伊即摆还阁有迄个 hallucination 的，我就无啥了解。我会使来回应一下就是阮的状况是安尼，阮状况是讲，因为阮囡仔本身，伊本身就是一个算做有障碍囡仔本身就是一个算做有领迄个，通讲迄个残障手册囡仔所以伊是甲一般的迄个就是一般的人较无共体质就有较烂伊是23岁，伊23岁毋过伊迄个规个整个发育都差不多亲像小学生啦都较袂大汉，毋过阶段发育的是有啦，所以嘛算做成年人伊的状况就是医生换过差不多要换20种的药当然拢是有可能毋是干那一种落去，伊就一种加另外一种比如讲 amplify 伊加迄个什物有几若种伊就是换这感觉讲这效果毋是介理想伊就换药换了感觉佫较无理想佫换另外一种，所以变做一直咧试，虽讲是4个月，毋过因为阮无法度住院，因为住院是需要一个人伫边仔照顾伊伫边仔照顾伊变做台湾是讲，因为我毋知影美国迄边是安怎台湾是讲手机啦所有的物件拢袂使载入去是惊危险啦所以因为我这边都有困难囡仔嘛可能嘛无需要严重到迄个程度就想讲阮就1礼拜回诊，转去门诊转去差不多1礼拜转去3遍较接的就1礼拜3遍无1礼拜2遍即马是1礼拜1遍伊是
换一轮了，佮换倒转来 amplify。哦，啊，伊这是阿贝勒或者阿贝勒法诶一下， amplify 对。啊，所以阮换即个 amplify，伊即马就是食半粒。为什么是半粒？因为袂使下重，因下重伊 EPS 就严重诶，哦，会就严重诶，伊即 EPS 马会变做是偌济？连吞，对哦，伊即马就是伊食几一直米落去。伊迄是算算做5，因为一半嘛，一半，啊哈，安尼就算做是5嘿。嗯啊，伊即个是变做医生是不得已的安尼来做，就变做无法度去，因为要用较强的吼，要用较强的，伊迄 EPS，因为 EPS 拄则迄个可能较无听到迄个有关迄个 EPS 即个镜头的即个副作用的即个小解，啊，毋过 EPS 是最严重的，伊可能都有时会影响性命危险，哦，啊，伊这变做会。身体的动作都，因为医生拢知影嘛吼，伊这身体的动作都会足起，啊，甚至是停顿，啊，甚至是连吞烂，哦，吞嘴烂嘛会出问题，啊，就会变得啉水、食物件嘛会出问题，啊，所以伊这镜头落去吼，因为敏感体质的吼，是差不多1-2工就会出现反应嘛，1-2工出现反应，啊，所以就经过回诊、搁调整、啊，一直咧，比如讲。就是有一寡解 EPS 的药啊，嘛要配合食，嘿，啊，所以伊的药啊，大部分应该是讲所有的药啊，我拢有家记起来，有记起来是记起来，所以是较了解讲医生开药啊的迄个理路是虾米款的，哦，啊，都是为虾米搁有迄个镜头？其实医生是无法度，因为其他嘛无虾米药啊通搁开啊，都是拄则迄个问题。哦，啊，所以第八片会进行第八片为了用，啊，后来第八片就无啥物效，就甲伊换掉。诶，即马是主要的 amplify，其他的都较无法度搁落去啊。啊，所以这就是比较讲，我会感觉讲，为什么这是到已经几个月过去啊，啊，搁无法度去较有效改善。啊，伊这患者本身就痛苦，因为伊如果有即种囡仔，伊就忝的，规工受着幻听的即个影响的交叉，啊，都变做会足忝的，足容易忝的，因大脑就是功能较歹嘛，啊，所以伫考虑讲，若是到什么坎站是要换病院，因为即马是伫算做医学中心8医的即个精神科来看，啊嘛是主任咧看，哦，啊，所以8医若是伊这医生无法度处理。哦，应该都是要换到其他的病院。如果换到其他的病院，变做嘛爱去知影讲什么款的病院有其他的方法会使治疗。若无就变做一直咧换药啊。啊，囡仔本身问感觉讲啊，一开始恁甲我讲啊，乖乖啊配合治疗啊，是毋是就会好？啊，到落尾伊会感觉受骗，伊会感觉讲是毋是恁拢骗我食药啊，甲我当做试验品？这是真正无度即个不得已的做法，就是讲看是毋是我爱对其他的治疗方法来配合。哦，有一种方法是讲啊，是毋是比如讲 vitamin 啊，vitamin 的补充哦，还是其他的迄种心理咨询啊配合落去。啊，总是药啊的治疗啊是上关键的。啊，即摆药啊都换到已经无啥物药啊通换。哦，有一种是用电，还是讲用什么方法去电疗啊，还是什么我讲迄些小可袂记啊，都是伊可能一遍爱一个疗程做10遍，去刺激迄个大脑，互伊即个内底较稳定。毋过袂做，因为即个部分伫台湾是爱需要家己拿钱，所以无健保。做一遍做一个疗程爱5万。我所以讲起来，恁查某囝是 mentally retarded，对毋对？是差不多是安尼。毋过伊是都，毋是干那一种问题，主要都是规个发育的问题。就是从细汉时阵就发育，迄对个身躯啦，就拢有问题安尼嘛吼。啊，伊敢有法度去读书有无？有啊，读书是会使。有去学校，其实伊发病之前会使家己食饭，
会使讲话， OK 哦，嘛 OK，嘛会使了对，会解使写字安尼嘿。你头拄仔讲迄个，哇，我讲家己啦吼。我即马现此时，我已经最少30年啊啦。有伫一个 mentally retarded 诶所在，看因诶患者，啊有需要，有需要时我就开药啊，互因安尼啦。啊，头拄仔柯医师咧讲治疗方面时阵，就去药啊了，我有讲啥物社会工作啦，叫做职业种安尼嘛吼。我即马听起来是咧怀疑讲是毋是遮个幻听咯，迄啥物吼，是毋是伊即马大汉啊要交伊诶即个 peer 吼，人讲同伴同时代诶人，要有联络有迄个需要，所以家己制作即个幻听出来，这我毋知影啦，吼。啊，有时啊，若是即款诶情形时阵哦，互即个人去带交伊差不多3。迄个程度诶人大诶时阵吼，啊，迄症状可能就较好安尼啦，吼。啊，第二就是以我诶药仔诶经验吼，若对即个 mentally retarded 有 hallucination 啊啥物吼，啊是讲会拍人会家己啦，啊弄头壳啦，知影？迄药仔拢毋是足简单诶啦，迄拢是 mini mini more，就是讲安尼药啊，无即个用无效。啊，就用即个，啊，若无就搁用别项，啊，无就用迄个混合的来combination 吼，来做看有效啊无效啦。哦，若讲你个药啊，verify 敢若5 milligram 啦尔，啊，就晓有迄个副作用哦。啊，即个药啊就无意义啦。普通我咧用，若讲真正讲是精神分裂症吼，一般诶人我咧用诶时阵。啊，至少爱15米以上嘛，哦，当然，我诶对象是美国人，毋是台湾人，迄药诶，迄个 tolerance 可能无啥相款安尼啦，哦。伊是用一粒是，伊一粒是，应该是讲毋是5啦，伊是因为伊一粒落去吼，伤过强，因为一粒落去伤过强，所以甲伊拗一半。啊，伊本来是10，本来是一粒是10。哦，所以即马是食半粒，因为食一粒的时阵，迄个 EPS 会较容易就出现了。了解，啊，所以就无法度用较济，用较原量就对安尼嘛。啊，若安尼佫无效时，啊，进前敢有用迄个讲，迄个量较大诶，啊，副作用较少诶，啊，但是会较爱困诶药啊。无，每一个拢有迄种 EPS 的副作用。我毋知影，柯医师恁台湾敢有咧用？即马准备个足流行诶药啊，咧 Seroquel 吼，快泰亚片吼，快泰亚片，恁台湾毋知有咧用无？这是问柯医师啦，无听诶吼。嘿，对啊，就是我知影听着先摆安尼讲，就是讲可会当试看卖影啦，吼，别款诶药仔诶治疗量，咱快泰亚片、老人家片，台湾诶精神科应该拢诚定咧用。我想讲，嘿，我想若是拜伊诶主任，应该嘛是会感觉有试过才对啦。嘿。有咧用，有，花子片有用过，啊，副作用就是一工会带着9遍。哦，我真歹运吼，副作用较侪。就无法度。是啊，所以我诶 comment 遐都有写着用药啊，用足侪药啊，足少量诶吼。啊，若我毋知影恁查某囝会家己还是头壳弄头壳啊袂，还是要拍人会啊袂啊？拢袂安尼吼。哦，啊，伊去日时去讲问诊3遍，一礼拜3遍是敢若去看医生，啊，就转来安尼啦尔吼。看医生哦，医生会迄阵一礼拜3遍是根据伊咧换药啊，因为代替迄个住院，因为阮无法度住院啊。哦，啊，敢有迄款诶，或者医救吼，啊，迄囡仔会当去遐交伊差不多3款诶人，啊，踮啊看要佚佗啦，啊是讲上课啦，啊是做这工艺，啊看一日要几点钟久，啊，才佫倒转来。咱台湾毋知有迄款诶，有，嘿，有，
因为我拄好是做社会福利这道，所以我有时问一寡朋友吼，伊可能是做这哎方面的，啊，因啊是讲通常拢是较稳定的时阵，通常都是药啊用到较稳定的，再来安排这个福建。啊，伊即马还袂稳定，所以伊即马甚至还袂满6个月，无法度开迄个诊断，啊，所以就无法度互伊入去。哦，这我都无法度，我对唔知影。这可能台湾的部分是台安尼啊。湾啊，是啊，那就相款哈，这咁度啊，美國是會使伫還袂穩定的時陣，就會使開始做這部分的即個福建啊，是毋是？我講是會當試看覓啊嘛，吼，伊只要有嘿，誒所在就會當參阮我這迄個我咧工作迄所在是人攏住佇遐嘛，吼，啊伊是，誒工作誒所在有誒是佇，譬如講去麥當勞啦，去Burger King啦，啊有誒就是伊家己有一個或者 workshop。啊，去遐嗯嘛無咧創啥，干那咧餵紅啊啦，吼，啊佚佗安尼爾，哦，啊有誒就嗯想好，我來甲試看覓啊，就按阮咧，因咧住誒所在送去遐，啊看伊有法度忍受着，啊有法度即個用國語叫做融入無安尼嘛，哦，會當安尼試啊，嗯，我毋知嘿，影恁台灣有法度有迄個制度啊無？你會當甲甲試看台灣覓是有，確定是有，啊，台灣是有，啊，啊，就是看伊的狀況有法度甲大家做伙無？啊，是啊，伊即馬主要是伊即馬個咧試藥啊，因為這 Amplify，上尾講最近嘛是迄個反聽，伊原是還袂減，哦，啊總是迄個。都毋知影为什物特别容易忝，啊，都爱困。啊，哦，到这，嘿，到这，拄则林医师吼讲的一点，我感觉我有同意伊讲的吼，因为普通嗯你讲伊即马还袂当伊你无法度住院，但是这个嗯病院伊嘛是住院患者嘛，对无？类似这个像恁查某囝即种 case 嘛，伊有住院啊，伊应该有一个daytime 的，伊有一寡职能治疗，有共款规 same peer，就是讲就是是差不多同年龄的囡仔啊，伊就是伊有1-2点钟是会当互囡仔做一个像拄则林秘书讲的安尼吼，伫遐画图啦，啊有啥物 activity 啦，大家 interaction，就是讲互相安尼交流安尼。你若会当讲一工去2点钟啊，伫遐甲观察，说不定这是一个alternative，就是一个选择性吼，互伊真好的选择。嘿啊，病用观察讲看是毋是对2点钟用到3点钟啊，就慢慢啊增加安尼吼啊，等于是互伊一个 structure，就是固定的时间啊，会当甲别人有参与，莫讲拢伫厝里安尼吼，可能是一个好的办法。啊，你家己用甲，你倒边仔甲观察安尼，是毋是这是一个方法？嘿，就我了解吼，就是伊边是有即个，因为伊是一个 team，啊，因有即方面的即种算作辅助的治疗，即个就是会使安排。总是就是因为医生即马药啊爱试到一个较稳定的程度，可能才有法度去刷落来安排。啊，伊即马嘛毋是规工伫厝内，因为伊即马吼坐袂牢，所以阮照顾者是吼。我若是小可需要出去食一个头路，因为即马食头路都安排讲一工就干那食一个下晡尔，吼啊半工啊，所以伊半工迄半工的时间就阮母啊个来甲我摕啊，阮两边安尼轮啊，阮家照顾的时阵，就变做爱伊会带阮出去踅过，就是玲珑踅啦，因为可能会去什么游泳池啦，浸一个水啦，吼，啊是讲啊去倒位散步啦，吼去行行啦安尼。所以嘛，毋是讲规工拢关伫厝内，啊，总是较无迄种同伴的迄种活动。啊，这活动爱爱找，变说以台湾来讲吼，机构的即种一般爱满6个月，满6个月啊，医生规一个算做证明，互迄个手册有法度注明讲伊有即方面的需要，啊机构才有法度互伊相关的福利安尼。你咧讲吼，
伊即马做袂调，这是药仔的副作用，还是本来就做袂调的人？这是算做一半，应该一半一半。伊本来毋是讲完全坐袂调，有时是应该是幻听叫伊袂使伫厝咧，伊会惊嘛。伊感觉伫厝内空间较有幻听，出去行较会使分散伊的注意力。注意力受到就是比如讲外口行路啊，就是看边啊，安尼种惊吓感觉会较少。总是咧幻听嘛是有原伫咧啦。所以讲阮，但是我嘛是定下是讲要安怎去理解伊的即种处境，因为规工受到迄种声音的交叉。是啊，若是我有买贴，是啊，同样即款照顾即款患者，有时伊迄个互好照顾的人倒落去真对，艰我苦。本来头前3个月差一点仔变第2个患者，我有甲医生讲是啊，我无想要，讲阮母仔囝同齐来挂号。这是个是我个人的经验啦，就是讲有时啊幻听袂消失啊，但是伊若有咧做工的时阵我的患者就讲我有咧听，但是我都做工有时会有即款的影响就对啦。你若无咧做代志时，就踮咧目睭看窗仔内面看面床骹啥物侧东侧西就讲遐写遐来。你若有代志了做，可能就较袂遐啥物，嘛拢台湾拢袂晓讲，较迄 disruptive 安尼啦。因是毋是较受到迄种温度影响？我感觉伊足惊冷诶。会惊冷所以伊就需要迄种，比如讲，小风甲伊吹啦，还是讲迄种毯仔啦，有电诶，通电诶，互伊温暖安尼。我感觉，亲像即种诶患者，是毋是讲特别对温度诶变化，是毋较敏感？这请教医生诶迄种判断。我就毋知影。我无爱占伤侪时间。谢医师，你敢要补充啥物？针对拄则高这个问题，讲较有可能较惊寒。惊寒这坦白讲，我真正嘛无啥，应该讲即个高这啊，因查某囝生的体质真特别啦。像我咧讲的，就是讲，咱会看到一寡表现，但是定定讲，因为人的大脑伤过复杂啦，足歹找到一个原因，也是解释来甲一个正效说明安尼像讲伊的体质，哪会讲对药仔会遐敏感？医师试过遐侪届药仔拢较袂有进步而且副作用一家药仔就变足强的坦白讲，即种患者拢有时我之前嘛有拄过几个啦就是确实真辛苦大概有的经验就是，第一就是讲，若是即种患者通常，咱讲若是讲伊发展有一寡问题的患者，通常就2种情形。我的经验是，有时药仔爱世界动的，就是爱足侪款药仔才有法度甲镜头底落。但是有的药仔，有的人的体质就是爱足轻的。像高子啊的查某应该就是种伊的药仔一定爱用足轻的，一家都有副作用，确实有拄过即款的患者。嘛，因为即马才行4个外啦我意思是讲，咱的治疗件，若是讲即款药爱下足轻的患者，其实有的患者，你甲时间久长了，伊嘛是会慢慢进步啦加减有咧治疗，有时时间过慢慢就较好这嘛无得确。另外就是讲，像其实台湾虽然根本有诚侪限制像头拄讲无6个月，迄重大产品卡开袂出来，迄确实是开袂出来。你若即马要甲开，迄根本叫甲你拍钱就是你甲开嘛无意思，迄袂通过。但是迄个，但是有诚侪新的药会入来啦像即马后壁嘛有一个较相像的药应该是一个 B 开头的迄时我想袂起来。毋过就是讲。嘛有煞药厂的搁发展搁较好，副作用较轻的药入来所以慢慢若是讲真的治疗无法度讲足满意，有时搁过一阵嘛有新的药会当试看觅，有时拢搁会较进步啦。
我想阿高姊也真正即个诚辛苦，但是嘛已经拢该做诶拢做啊，做了就好啊，安尼。这是我诶看法。真多谢请多谢医师和有林医生诶即个我建议，我讲一个 comment 啦，就是讲，你咧讲迄个烧会冷吼，原来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营造即个或者什么，可以是变来讲 panic disorder 变来讲，台湾的，台湾的迄个病史变来讲，迄有些有个人就是感觉讲啊，哇，连毋是身躯热啊，都爱一定爱走出外口，吼，是会寒知影吼，有个人是即款的表现出来安尼啦，哦，叫做焦虑症性 （panic disorder）。法语叫恐慌症安尼啦，台湾话我恐慌症哈，恐慌症啊，恐恐慌症对了，对，有可能哦，有可能，因为嘛有迄种会惊吓，常常都是会惊，再来就是会变做有类似迄种强迫症的行为。特别讲，比如讲，迄个物件一定要摆安怎，吼，迄个位一定要放安怎，即种行为会有。伊这可能是伊本身本来就有的特质，到落尾变做愈来愈强，就严重到一个程度，有一个点落去，伊就爆发啦，伊就发病啊。即嘛是无讲亲像第一个月安尼，头一个月安尼发病遮严重，讲规工拢无法度困啊，伫遐咧对饭听讲话，即嘛是无。可能是迄个算一半粒的迄个，算做有迄个小可效果。总是幻听，就亲像医生讲的啦吼，都毋知影为虾米可能有需要较长的时间，去豆豆去看是甲伊消毒还是适应。找同伴吼，即点我感觉是足好的建议。我会去问，即马我可能后礼拜五会回诊，即马是一礼拜一遍。后礼拜五去问看卖，讲是毋是有即种会使开始入来啊？虽讲是还未到6个月，这是台湾吼。其实因为我本身做即道，有诶学生因兜都是原来嘛有即种需求会出来啦。伫台湾，我即摆另外讲一点，就是台湾有一个困境，因为台湾人对即种精神方面的即种镜头较无法度去接受，甚至是讲污名化甲伊，讲我足歹听，讲是取笑还是安怎，还是讲恁兜无拜拜还是安怎吼，都是会安尼去讲人安怎吼。所以伊比较讲有诶人，厝内人有诶已经足严重性。我有一个学生因母啊，吼，已经迄阵开始发病的时阵，手会举刀啊，举菜刀伫迄个外口行来行去，照理是毋是爱去通报？伊去通报，结果互因阿爸，互因爸甲因哥哥来阻挡，讲袂使互别人知。亲像面对这种问题是，应该我相信是台湾真侪家庭会拄着的。即部分我毋知影讲。以即卖制度来讲是会使安怎解决，因为这是会造成社会问题。咱安尼啦吼，咱今仔日即卖时间差不多啦，迄个到啊吼，咱要2点钟啊。所以若要落线的人吼，咱就是先落线吼，免说离吼。欢迎咱逐个当佫继续留到遮，继续开讲安尼吼。有关即个好，安尼咱要落线，咱就先落线，不要紧吼。有关即个，多谢迄个柯医师，多谢今仔日所有来参加的嘿。嘿。拄则吼，高先问迄个问题吼，我其实含即个，因为这有小可讲着几项，就是讲要安怎吼，要安怎去关怀遮个照顾者吼，遮个爱注意的事项啦吼。我感觉伊讲几点，我是感觉讲诚好啦吼。第一就是讲，
有时啊，咱若拄着遮物件的时，拢会责备啦，吼，讲责备家己，还是讲责备互相责备安尼吼，啊，讲这可能是爱，吼，这爱避免啦，吼。啊，第二点吼，就是讲爱 set 一个 boundary 啦，吼。啊，这是啥物款？因为这你敢会当来补充一下？有关要哪讲？要哪讲关怀遮个患者的家属吼，这方面吼，还是讲类似讲拄则有一个讲设一个讲迄个 care group 吼，这种的情形，你敢会当来补充一下OK，我毋知影台湾吼有迄种 caregiver support group 啦吼，啊，这时代嘛是足重要，因为台湾的家属拢 involve 足济嘛，啊，像拄则阿高姐伫讲吼，伊 almost take 足大 responsibility 伫 take care 因查某囝 ，even 伊有去看医生 ，even 伊有食药啊，毋过伊 still 24点钟拢在 worry 即个查某囝嘛吼，啊，实在是足辛苦的代志啦，啊，所以阿高姐本身伫社会款的福利方面伊也有经验吼，伊可能伊会用甲一寡遐 caregiver 吼大家互相 support 啊去交换因即个照顾即种类似的即种 case 的因安怎过因家己的迄个生活安尼吼，第一就是当然是爱有一个 support system 啊。家属的 support、社会的 support， 啊，过来你若讲家己有法度组织一个几啊人互相分享，讲因是要安怎来逃放即种压力安尼。啊，你咧讲迄个帮助，所以帮助就是讲，你爱了解你会当，你的家己本身的能力，啊，甲你本身款的会当承担的压力是到啥物程度，啊，你嘛爱真。有法度 communicate， 这有时你周边的人才知影讲好，就是你有偌济迄种无法度偷放的迄种情绪安尼吼，啊，大家才知影讲要安怎甲你 support， 有需要一家庭内底帮衬家事啊是啥物款，这种嘛是爱甲你带做伙的人身边会当清楚一个规范就对啦，吼，讲你家己嘛要有一个真清楚了解讲到什么程度，你袂当承担，你爱 say no 嘛，爱 say no 啦。啊，你嘛有法度听家属内底人的看法吼，互相 respect 的这种情绪上的需要啦吼。这个我是感觉讲对咱亚洲人吼，较真正真 difficult 啦，就是拢嘛家己一直承受压力啊，无法度真 assertive， 所谓 assertive 毋知要安怎讲，就是讲去沟通这个代志啦。这我的经验就是在帮忙这个亚洲人吼，因为我住这个South Bay 伫Torrance 遮嘛是真侪亚洲人嘛，因为 Asian Pacific 这个 mental health center 吼。足侪人就是拢无爱讲，感觉讲 mental health 这个 illness 一个 stigma， 一个足歹的标签。虽然真侪家属拢甲已经发生代志啊，已经来到病院啊，吼才去面对这个代志啊，甚至面对这个代志嘛，主要听阿高这样讲安尼，嘛是无啥爱人知啊。有当时even 家己的亲戚嘛，拢袂去互相讲这个代志吼，这是一个足不幸的代志安尼吼。所以我相信你若会当开口，像拄则阿高这样是足好的一个态度吼。过来就是讲，你要安怎 ask for help， 嘛是另外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你有法度 break 这个 barrier， 真正真主动去。其实我毋知影讲阿高姐，你捌偌济人伫这个社工服务内底，若像甲你同款类似的人，你嘛用 form 一个 support group， 就是讲同款甲你是 caregiver 遮的人，因安怎来
过一天的生活啊，有啥物困难啊，大家互相讨论啊，互相 support 安尼。我感觉安尼嘛是一个真好的一个要怎讲？我伫病院内，你看足济这个 support group 拢是家己去 form 的，家己去迄个去组织起来固定一个时间，大家做伙啊，你嘛是用 relax 一下去外口食一顿饭啊，大家互相讨论啊，大家互相 share， 这嘛是一个方法啦。是，真正迄个 support group 最重要诶，嘿，因这是避免讲迄照顾者变做第二个、第三个患者呢，嘿，啊，伊可能因为阮兜诶状况就是较亲像我是较幸运讲，阮阿母会使替我斗轮，啊，毋过迄轮就变做我除了工作以外诶时间。啊，其他拢爱顾囡仔，都较无法度有家己透房诶时间，所以愈即个压力变做造成一个影响，就算我较有劲差不多2个月、差不多迄个情绪我都爆炸，迄都承受袂了啊，因为变做我要找时间去，比如讲人讲运动，去透房的压力，还是讲找一个时间去行行诶，家己放松一下，无法度。所以2个人轮是无法度无够，绝对无够。除非是我拢无免食头路，有一个人甲我轮，我会使去小可运动一下，透放一下。即马现做是因为，我需要去食头路，所以阮母替我去轮，互我有法度食头路，就感谢。总是其他诶，若是要搁有其他诶人来到相共，比如说我这边爱需要去申请迄个算做厝内迄种服务，迄种互人喘气迄种服务，透过社会福利诶制度去申请。只是即个申请，嘿有台湾是有，因为无6个月，未6个月会使请医师开迄个诊断书，用迄诊断书摕迄个去甲社工做一个申请，甲社会局还是讲。对，因为阮这边新北市社会局迄边去，做社会课啦，社会课去申请，申请再社工就会来厝内访问，访问了解一下需要什么款的服务偌济时间会使补助，还是讲补助偌济，这是台湾的状况是安尼，就。阮以后会去用，因为这个服务是因为我透过网络去问朋友，因为阮这种状况是无法度行出去，所以加在是感谢上帝是有网络透过网络去问，有朋友就会甲阮交流，我才发现原来恁兜嘛有这种 case， 因为以前拢无讲，我透过这边就知影讲原来恁兜，比如讲因姊也是影响原来恁兜嘛有。恁是安怎解决的？所以要到两边拢咧交流，看有啥物方法会使互相提供可能适合讲阮这边来试看觅。因迄边嘛透过阮的这个，比如讲我这部分会使提供因的，就是讲我这段时间我就认真去查，讲每一种药到底是安怎，有啥物款的副作用，爱注意啥物款的，配合医生去观察啥物款的迄种行为镜头。所以因拄啊这边得到药啊相关的知识，因有啥物款的，比如讲去倒位找资源，会使敲啥物电话，因会甲我讲。毋过这个变做爱家己去找，因为病院迄边较袂主动讲这部分。我毋知影美国迄边是毋是病院就会甲这个资源销解互患者，还是安怎？台湾是袂，台湾病院方面是袂主动讲这个。Well，这个我感觉即摆听你安尼讲，台湾嘛是真好的款的，有真好的资源咯。伊甚至讲要互你 relief， 你嘛要个用申请这部分的迄个帮站安尼吼。无若种其实你嘛用想讲，恁这个查某囝即马当然是还袂真稳定啦吼，到一个程度了，你开始嘛爱讲一工放伊几点钟去迄种group 的迄款的迄个 group home 嘛是讲 group activity 吼，安尼慢慢
慢慢啊，甲伊release，你毋免讲安尼遮尔一个attention 拢伫伊诶身上吼，这嘛是将来嘛是一个有必要诶一个动作就对啦。嘿，将来有望是有法度，嗯嘿，有用这方面来做。啊，即摆现做时较无法度，是因为伊发病诶原因，就是因为伊会惊嘛，伊会惊讲阿母无去啊，嘿，伊会惊我无去，所以伊即摆较对我缀调调，甚至阮母也甲伊讲啊，我去上班食头路，啊，伊会伫我上课诶所在迄边甲我等。I see， OK。对，所以即摆无法度去，因为伊就会惊讲啊，我送伊去倒位上课，是毋是要甲伊等掉？嘿，即摆现主时是安尼想所以以后变做我若是要找着较适合诶所在，照顾者有一段时间是需要陪伴。对，美国是一 community 内底吼，有几种无共款诶迄种center 吼，因原来有迄个 activity 啦，daycare 啦，啥物款迄种拢有啦吼，但是有诶是拢你爱配安尼，伊家己你若保险嘛是啥，会使你 cover 就 cover，若袂使家己去配安尼，是有即种诶啦。但是我想台湾即卖诶迄个 support 的迄个 system 敢若嘛真好吼，希望讲有一天恁查某囝较稳定了，用开始慢慢对这个这个职能方面的迄个适应，这个 peer 这个吼慢慢会进步啦，希望是安尼啦。是真多谢，希望是会使用这方面来继续拍拼咧。对，嘿。我做一个 comment， 大家到这下咧问讲，美国诶你这药啊作用还是副作用会处理啥款？因即马医生诶方面是有一个观念或者 informed consent， 就是讲。你要甲你，若我要甲你开刀，就爱甲你讲，你开刀了会怎样，有可能啥物副作用，即种。你若无甲患者讲诶时阵，迄可能以后就变做你诶，互人甲你告诶理由。安尼哦，台湾是袂主动讲。阮做精神科医生嘛是开药了，拢嘛都爱甲患者讲，有啥物副作用，种都爱说明。若无说明，迄完了有可能变做一个问题嘛。无当紧，即马去药局去领药药局就一张迄个单说明单，互你，我内底甲你讲几百种的即个副作用，互你看后要惊死。即马是变做即款的情形安尼啦。对，迄最重要的副作用会发生啥物款？因为阮查某囝去年12月5号，是先去一间诊所看。诊所的医生人嘛是真好啦伊就讲当然啦，你好食药这互你可能会较爱困好安怎。毋过伊无讲 EPS 的可能，伊无讲着可能会有 EPS，结果落去第2天就开始啊。你像奇怪，那会变好无法度行路，甚至连穿衫都出状况无法度。本来会晓的，就变做完全都无法度啊，哪会安尼？他是知影你有即种副作用，我当初是为什么无甲我提醒？所以后来都变做我家己去查，所有药伊会安怎，全部去查，开足侪时间伫遐变做囡仔，即马就所以后来囡仔随讲会困的，变做我袂困的，我会伫查药来做事。若有亲像美国即种制度足好的啊，台湾的医生若有法度去主动甲患者提醒一寡较重点的，可能注意啥？当然，毋过这变做有诶惊讲是会甲患者惊着啦，有诶造成患者毋敢食药所以有诶医生都较谨慎讲，无一定爱讲甲遐明所以这医生嘛是较为难。再就是台湾健保诶制度，就是因为患者多，伊可能一个患者平均可能看5分钟，若是看10分钟嘛算多啊，这时间嘛算足多啊，所以就变成医生诶时间要甲患者讲遐尔侪项。有困难啊！美国我毋知影是美国迄边较有时间较长去，会使甲患者做沟通。美国时间还佫较贵。是佫较贵迄个钱赚落去就有时间。我看到科小金
柯秀金律嘿，师伊要发言，请伊讲好无？嘿，好大家好，我本身嘛是护士，我较早伫台大病院开刀房，我咧读册的时，我捌伫凯旋病院实习过，精神科实习过，阮兜就伫高雄，所以今仔日即个题目我真有兴趣，我是住伫英国，住30档。1992，对，31档，所以我想要分享英国因对这精神，不管是精神还是讲重病，因的照顾，我感觉台湾进步真多啊，因为我伫2020年的热天，我有请一档的假，转去照顾阮阿母伊中风，倒伫遐，我就感觉迄阵台湾有足侪福利的，像讲其实我阁有一寡同学，因阁伫台湾共款阁咧食头路，我会使了解真正因的工作足侪，真正足侪，所以头拄迄个阿狗姊妹，有可能因无法度去顾着即方面的卫教，吼。阁有就是，像讲我迄阵去病院同阿母摕药的时阵，迄药包顶悬其实拢有写副作用，后一摆你会使小可，我毋知应该是，还是讲有的病院因的药包无写，若无写的话，你会使去药剂，就是摕药仔遐，甲因请教讲，这药有啥物副作用，我家己爱注意。因为我感觉台湾的，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因的工作的量足大的，真正足大的，足辛苦的。所以讲咱家属咱着小可注意，因为是咱家己的，咱的身体，还是讲咱家己的厝内底人。英国伫即方面，因真正做甲足好。伫英国甲美国完全无共。就是因拢毋免付钱，因拢毋免付钱足侪迄个团体，像迄个 support group， 还是讲这拢是政府出的，但是民间，像讲有一寡饭店，因为我即马旧年阮阿母往生咯。我即摆伫遮，我住的即个所在有足侪退休的传教士，因拢毋捌结婚过，内底拢无人啊，拢是一个人住，拢80几岁啊。我着去，我即摆搁咧上班，但是我一礼拜上3天，所以我着有一天去照顾即个退休的传教士。所以我较了解讲。你会使去申请，而且讲你今仔日阵也是无收入的话，因阁会钱互你。阁有民间的有足侪迄款迄 group， 准讲你也要参加，足侪款的。阁有民间伊的饭店阁会提供准讲你也是有照顾人，超过几点钟。你先因为提供，你会使去遐住免钱的，剩3天啊4天，一档，我感觉因安尼的福利真正是做窝心的，做体贴的，嘛是阁做鼓励、做安慰的，所以我就想讲，我住伫英国，甲你分享。但是我看到台湾进步足多啊，虽然阁无像英国安尼，但是我相信因拢咧拍拼，拢咧努力，歹势，我伫遮，我伫庄脚，所以较无机会讲台语，
听着大家讲台语，因为伫厝伫高雄厝，阿爸阿母拢是讲亲戚拢是讲台语，所以足亲切的，就是听着感觉足亲切的。歹势，次次讲了袂认同。个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要用台语读圣经，毋知要安怎称呼迄位。两公兄，两公兄，好，两公兄，歹势，我想要用台语读圣经，我毋捌用台语读圣经，所以这是网络吼，外国你网络你去甲伊写叫做一个叫做信望爱吼，台语圣经主啊，我来即摆来找看觅啊，好无？哈，我来找看，我来大胆插入遮，好无？哈。用讲迄敢是用罗马字，敢是用罗马字？毋是伊个吼，基本上伊个甲所有作者圣经的版本拢放伫迄内底。哦所以，OK。是有英语的、日语的、韩文的，中文的、台语的、客语的、原住民的，甚至讲原文的迄个。拢有哦。拢有。你较去拣，像讲咱若是会当拣的巴克礼版，还是讲现代台语版，还是讲红皮圣经，咱含天主教合译的，还讲全民圣经，你会当照你无共款的需要去拣。甚至讲连英语的圣经的内面因为无共款，针对无共款的需要的人因拢有无共款的英文的版本。我是讲迄个资源足好的啦。所以伫迄个中间的时阵，就是讲你会当汉字伊有汉字含即个白话字对照所以我即摆我来找迄个网站我甲大胆插入好，谢谢两公兄。小文律师，你有举手哦，请你讲。歹势迄个，因为我明仔载要值班，我可能等下要落线吼。是真感谢大家今仔来听我因为头拄阿高子也有讲到讲，即个一般的民众对讲即个精神，就是一开始讲精神这两字拢大家拢有。算讲无想要去面对，还是讲无想要讨论即件代志啦。有即个台湾的社会确实有即个现象安尼。我想要讲的是讲，这是咱精神科的即个工作人员，佮做了无啥够啦。应该当然，这就是知影讲这是真长期的问题。毋过就是咱可能佮做了无够，无互足侪人了解讲，即个病到底是安怎即个发生了即款的代志要安怎来处理像头拄讲的讲，若是有患者已经有一寡危险性啦，这伫台湾就会变做一个，若要讲趣味啊，就是讲足复杂的问题，就是你即摆你若讲你住伊厝边你甲报警要去甲掠，还是讲要甲送，这有时伊厝内人通冤家嘛，这就无同意甚至讲警察叫的人来，若是看讲伊也无。嘛无讲足歹，还是讲嘛无互人受伤，还是讲消防队的人来，嘛无坦白讲，就是无一定会送病院所以第一个问题是，你若讲感觉即个人有患病，你要送病院这无一定有法度遐顺第二项是，你送到病院了，病院的医师，像头仔讲的，咱有一个精神卫生法要互伊住院，若无要住院，这嘛爱有合即个精神卫生法的规定。所以你讲好不容易讲送去病院要治疗，有时个真困难安尼啦。所以一般拢用强的可能讲经济这较袂讲遐顺势咱嘛是希望讲爱靠大家努力互较侪人知影讲这破病要安怎处理。若是伊的家属有一寡了解讲即个相关的知识，知影讲即款镜头会讲治疗，即个表现，毋是讲伊去卡着，毋是讲伊。顶世人做了啥物歹代志，即世人互人做脱即有一寡台湾人安尼想还是讲我都嘛有患者甲我讲，伊是向伊大家已经无伫咧但是伊之前向伊大家个差甲足厉害，所以即摆才拢有困袂去安尼大家若是讲会当较了解讲这精神科就是即个一寡镜头是和咱的脑有关系来治疗有可能有啥物好处
对咱长期来讲有一寡保护的效果。啊，我想这应该大家愿意来治疗啦，吼。啊，毋过治疗即个代志就是像头仔讲的，毋是干拢好处尔，嘛是有歹处啊。像讲即个阿狗子啊，药啊摕转去，啊结果囡仔食了遮艰苦，啊伊拢毋知影。吼啊，事实上就是治疗拢有，你要有一个较大的好处，你可能就有一个较大的副作用啦，这风险嘛是拢会有。吼，咱即个台湾的医生一般，确实像阿狗子也讲的，咱袂讲一开始，因为你若讲第一届要食，吼，我嘛毋敢甲你讲甲足明的，因为我惊你听遐你着一粒药拢袂食，吼，你大部分的人是安尼一粒药听着感觉就讲拢无爱食，吼，啊，所以这是诚困难啦，吼，大家若是讲会当讲搁加，像应该讲咱精神科的工作者会当互大家加了解，吼，咱一寡必要的知识可能会较顺，吼。啊，我以后应该会来试看觅仔，就是讲录一寡像较短的 podcast， 吼，莫像讲今仔安尼一寡话讲啊古早话讲遐长，吼，录啊较简单的啊，看会当讲放伫网络顶悬，吼，大家听安尼，吼，这是我想要来做的代志。啊，差不多安尼，我就先落线，吼，感谢大家。好，感谢柯医师，新闻，多谢你柯医师。谢谢，柯医师，多谢多谢。嘿谢谢柯医师，多谢啦。谢谢安尼哈。好，所以今仔日吼，真感谢啦吼，啊感谢大家安尼，我感觉即个咱台语的社群吼，真正会温暖啦吼，啊嘛特别感谢连茂教吼，我感觉你安尼实在是，我互我真佩服啦吼，啊你 Facebook 中间，咱有一位朋友吼，啊甲你写讲啊用迄个有人咧有一个青梅啦吼，啊有人咧问。耶稣讲啊，这青梅人敢是讲伊是有啥物犯啥物罪吼？啊，到尾耶稣讲毋是吼，这是要来荣耀吼，荣耀即个上帝的权能吼。啊，我是感觉讲，用安尼咱逐个互相来鼓励你，世间实在是毋尔干若拄着破病吼，拄着足侪情形，咱实在是拢足无奈啦吼。我嘛毋知影要哪去应付啦吼。啊，总是咱也会当讲安尼采用即个接受吼，接受事实吼，啊来面对事实吼，啊搁相信啊世间有一个造物主通瓦靠啦吼，啊所以咱即个亚洲文化内面对这精神病症的症头吼，选择毋敢讲，迄个是无要去接受事实嘛吼，啊你若无去接受事实，咱就无法度通用较理性的方法来面对问题吼，所以我感觉好佳哉上帝安尼，互你有特别的恩赐，有遮教育的精神的力量吼，有教育的气力，啊，搁会当将你遮的经过吼，真公开大家出来互相分享，互相鼓励吼，啊嘛感谢叶辉医师因为这吼，谢医师安尼真坦然吼，用来贡献因遮的知识吼。好，感谢大家。多谢插一个话啦，就是其实两光中都互我足侪鼓励啦。吼因为阮即个状况就是讲，即个较困难的时阵吼，若有人吼，会小就是就算是用写文字的方法吼，等迄个文字互阮鼓励吼，这真正是足需要的帮助啦。所以我真感谢梁光平咯，迄阵算作足紧急的时阵，我一个鼓励，知影讲毋是孤单，是有人咧替我祈祷啦，嘛是会得到真侪勉励，讲佫有愿望，佫有愿望继续行落去安尼，所以包括参加今仔日的即个活动吼，我嘛是真感恩啦，因为这对我来讲，这真正对我来讲是真大的鼓励，因为为大家身躯顶嘛得到真侪像这位医生吼遮尔用心，我实在是感到我想要流目屎呢。原来是有遮尔多资源，遮尔多方法，会使好好来大家来算做一个牵一个线，安尼就真搁一遍
嘿，感谢上帝，佮感谢大家的即个斗支持。呀，啊，以上头先我呀，真多谢你过来，过分享这段，因为吼，我逐生伫即个面册吼，看到你写遐代志的时阵吼，我毋知影要哪回应啦吼。我是讲，一般人若拄着遮物件，包括我家己，我可能嘛是还佫较熟伫，虽然搬来美国诚久啊吼，毋过我的头壳内面嘛是还佫是亚洲思想啦。所以拄着写，我会讲，敢安尼，敢是真正家己写的吼啊。到尾知影，我确实是你无毋对吼。我伫咧想诚久，我讲，这毋知要哪写一个安慰的话吼。我想足久，我怎啊想讲无，我就知影一首诗歌叫做吼，有人咧替你祈祷吼，我就送你一首歌吼。虽然无啥物写，所以即马知影你的心情吼，所以我会鼓励我逐个若是会当吼。加减讲几句鼓励话吼，甚至甲讲一句加油吼，我了解，我了解你遮个困境吼，爱有信心吼，爱有愿望吼，你有接受遮个现实吼，会当有迄个勇气来甲改变吼，还是讲会当甲接受安尼吼，我是感觉讲安尼，嘿，毋尔就敢若讲会对你有帮助，我相信。对写的人来讲，对咱即个社区吼，嘛会有一寡咱文化的提升啦，吼。多谢刘馆长咯，迄真正都是变做今仔日出来讲吼，我无要开镜头，是因为我即摆穿困衫啦，所以无想要开啦，毋是我见笑，毋是讲惊见笑安尼，是因为穿困衫安尼较无礼貌。因为我感觉讲。既然梁馆长提即个邀请，我就小可祈祷一个，我感觉讲爱徛出来讲，因为这毋是啥物见笑台。出来有人破病，这绝对毋是啥物见笑台嘛。嘿，毋是啥物讲因为我犯啥物罪，还是讲囡仔犯啥物罪，绝对毋是。这有伊的意思。搁有真侪人拢有即个需要，只是毋敢讲。毋敢讲，就需要有人出来讲。嘿，感谢上帝。感谢加油，你多谢，我真感谢，真感动。过几礼拜就咧看林医师啊，吼，林医师听你演讲啊，4月20啊21妇女会，我就搁见着林医师啊，嘿。好大家加油保重。平安哈，平安，平安。因为说你是即摆伫倒一州咧？我伫加州啊。安尼个哇 ，OK。我住伫机场足近的，我住伫机场差3米尔。哇。OK。好，安尼大家。咱就到遮哈。听无听？歹势，有人替你祈祷是台语是？对，哦，你要听呢？我会讲吼，你讲咧用 YouTube，我，嘿。好，我即摆我来找，我个送踮遮互你哈。不要紧，还是我。